朋友们，我们本沙龙的会员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大家看到这个会标就明白了，我们请来了黄慧。黄慧在去年的10月份，应邀请到美国麻州的3个大学，是何立山大学、史密斯大学，还有一个安城大学，去干什么呢？去讲学演示。他讲学演示的内容就是介绍我们中国的粤剧。这个黄慧这次赴美呢，应该说是意义非凡。为什么说意义非凡呢？因为在整个粤剧界，这是作为去国外讲学演示的，黄慧是第一个人。在陆派弟子当中，那当然也是第一个人。而且在那里讲学的效果非常好。这个在美国的那个3所大学里面，掀起了一股粤剧的热潮。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艺术，就是其中有这么一个美丽的粤剧。那么究竟这个效果怎么样？他的讲学的过程怎么样？我们今天呢，就请黄慧自己来讲。现在我们就请出国家一级演员黄慧。我讲错了？没有，我忘了宣布一下啊。黄慧呢，可以说在09年，好事成双。一个是10月份去美国讲学演示，在12月份呢，元旦的前呢，他又被评审上国家一级演员，所以我们要向他说好，我们现在就请黄慧上场。看了这么多人，我真的非常感动。其实今天这个活动已经酝酿了好久时间了。在去年我受美国3所大学邀请之前，姜老师已经跟我说，黄慧啊，你美国回来以后一定要向我们来汇报一下，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在美国的点点滴滴。那么今天我终于能来了，实在不好意思拖了这么长时间，有点抱歉。好，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下午好。我呢特别高兴，看到大家呢也特别感到温暖。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朋友是对陆老师的挚爱以及对弟子的关注。我身为一名陆派弟子，由衷的感到自豪和安慰。我都请你，没想到你可以吧？好。在此呢，我首先要感谢陆派沙龙的老师们为我精心策划的这么一次活动。也同时呢，我要在这里先给在座的每一位拜一个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要分为4个部分来进行。那第一个部分呢，我先讲一讲我怎么会被美国3所大学所邀请前去进行粤剧的演示和讲座的。说到这一点呢，其实很意外的一件事情，也是在08年的夏天吧，我接到我们上海市文化部戏剧处的一位领导的电话，说
美国有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也是一所很知名的贵族的女子学校，有这么一个活动，想邀请你前去参加。我说什么活动？就是讲关于越剧的，关于陆派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前去邀请的那位老师呢，他是在美国那个大学里面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教师，一个博士，一个教授。他就是何立山大学的王宇教授。他呢专门从事中国文化、中国戏剧、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推广。所以当他跟我发出邀请的时候，我欣然接受了。其实这样的活动呢，也是说要举行这样的活动，也是因为我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到了让国际多受到关注，所以王宇教授觉得搞这么一次活动势在必行。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他跟我说，黄慧啊，在09年的3月8号，美国 NBA 的篮球赛的赛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中国的京剧伴着中国的民乐和中国的武术，在赛场中间的亮相，给美国的球迷欣赏球赛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一场中国文化的盛宴。所以说，不好意思啊。如果说70多年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首次访美演出，京剧以他的异国情调给美国人带去了一场惊鸿一瞥的体验的时候，所以今日的京昆艺术等中华文化元素正在进入美国的时尚文化，也开始步入了美国的学术圣殿。我插一句啊，当年梅兰芳先生访问的美国，所以这个京剧也就成了在国际上面有很大的影响，成为国剧。其实我有个愿望，黄辉这样访问美国，我也希望粤剧也成为以后的国剧，走向世界。这样做得很好。其实粤剧在我们中国来说已经是第2大剧了。其实我与王教授素昧平生，是他在我现有的几个舞台形象中对我的了解和关注让我感动。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以后呢，有一天王教授欣喜地告诉我说，我们麻州就美国麻州有5个联合的学校，就是其中3所学校，一个是何立山大学，一个是安城大学，一个是史密斯大学。那么安城大学是一个混校，然后何立山大学和史密斯大学都是一个女校，2个都是女校。他们觉得有必要让我去这个从事女子越剧的演员，去给他们讲示一下我们如何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当时他邀请我的时候，叫我去讲座，我好像心里有点忐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座的话，好像要涉及许多方面，但是叫我演示的话，我一点都不担心。后来再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酝酿、不断的策划，经过了半年多的准备以后，终于在去年的10月中旬，踏上了去美国的什么生意呢？文职。其实说讲
心里不是太有底。我觉得还是我们大家这样心与心的交流一下比较好。说吧。再来一个，哎，这样好。后来我既然答应了王教授的这么一个邀请，他们3所大学的对我发出了邀请以后呢，我就认真的去做准备。既然要讲粤剧的讲座的话，那我肯定要对粤剧的历史、粤剧的发展都要有所了解，我才能有底跟美国的那些大学生们来推广我们的粤剧。所以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特意到嵊州去进行了一次采风，特别是再一次到了那个嵊州粤剧博物馆，亲身的再次感受一下粤剧发祥地的那种粤剧的气息。向老师，其实我到博物馆的时候，当初还发生了一件小事情，你应该记得吧？对。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其实开始的时候心情特别好，我拿了相机，我想记录很多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当我发现，就是博物馆可能有许多方面工作方面的疏漏，把我们非常敬爱的陆老师的那些内容有所遗漏的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我们一代陆派的创始人就这么一张小照片给人家介绍，人家一般来参观的人都不知道这是谁，都没有个详细的介绍。当时我心里看了以后，我感觉非常不舒服。那第一个感受，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我要把我的想法告诉给博物馆的领导，然后我要让他们市里面的领导关心，就是从事这方面文化方面的领导要知道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不能疏忽的，因为很多来参观那个博物馆的人都不知道一个什么情况，很多人可能是对粤剧不了解的人，比如说国外的友人来看，他们也只是原来粤剧只有4姐妹，也只有这些流派，不是的。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不能改变的。所以说，当我从嵊州回来以后，其实我在我的博客的文章当中，我写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姜老师还有王佩菲老师，他们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包括季老师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季老师你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的那些网友们，我的那些朋友们，就是非常关心陆派的那些朋友们，也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一点的不妥，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大家一起联名写了一封信，投递到了那个嵊州市文化局，然后我给那个嵊州市的副市长、夏市长直接去电去信，我给他反映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很快给我回复了。姜老师，你也有回复吗？有，我接到那个嵊州博物馆的那个电话。这封信呢，其实在我们沙龙的那个会刊上面，王老师已经刊登过的，对吧？发表过的，就是如果注意一下我们的会刊呢，就知道这件事情。基本上陆派弟子，我们陆派沙门都签名了，联名写信给那个嵊州博物馆。对。那其实这个事的后续应该是蛮高兴的，蛮值得欣慰的，因为市里面的领导都重视起这件事情来，他们已经答应我们，就是说在以后这个在博物馆这种调整布置的时候，肯定会把我们的想法写上去，包括陆老师的记录。我补充一下好吧，其实这封信的话，它是正好我们在那个邀请曹老师跟张雨峰一起到沙龙来搞活动的时候，大家呢就是提到了黄慧去参观了博物馆有这种想法，当场大家都联名签了名，而且这封信是一信3发，对，发了3个地方，就是说除了那个嵊州博物馆以外，它上一节再上一节就是嵊州市的文化局加上浙江省的文化厅，我们是一信3发。
结果呢，3个部门的话，有2个部门都给了我们回应。这些有关的内容的话，在我们的会刊上每一期有反馈的，我们都登出来了。好，黄老师，谢谢。所以我感到欣慰的就是他们的市长也重视起来了，夏市长专门管文化这一块的那个市长也给了我回复，我觉得很高兴。虽然说现在还没看到结果怎么样，但是有这样一个回复，我觉得还比较满意的。所以说我为了就是说在美国大学里面给大学生推广粤剧的内容更真实、更详实一点，我所以做了这么一次采购，包括从粤剧的历史、粤剧的发展和演变到今天的那些过程，我都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梳理和准备。所以说邀请我去，我再回过头来说，我能有这么一次非常幸运的机会，踏上美国大学的讲台，来到美国的大学的剧场给他们演示我们中国的第2大剧种粤剧，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所以说当时来邀请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私人的交情，不是，我们都是公的。他们是学校3校联合邀请，然后3校联合发出邀请函到我们粤剧院，再通过文化部，再通过外事，再通过戏剧处，这样一环审核以后，我才能有这个资格到美国去这样亲近市场做。所以说能这次到美国成型，就是说我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说王颖教授呢，我这里要说一点，就是说我曾经问王教授说，王教授很傻的一个问题啊，我说王教授，比我出众的演员多的是，你怎么会想到请我？然后王教授回答了一句很巧的，对，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很关注的，并不是说我不自信，因为很多情况下都是人家一般都会请说比较知名的、比较出众的、比较有积累的。那我觉得我还不够，许多方面我还不够，真的是我还不够说踏上美国讲台去做这样一个关于粤剧的一个讲座。但是王教授非常鼓励我，他说黄慧，我其实我先要介绍一下王教授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但是他的一半血统是我们上海人，他的母亲是上海人，他的爸爸是北京人。然后他从小就是对京剧和粤剧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到美国去已经20年了。他从事的就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戏剧的推广和研究。他的学术论文非常多，他是一个终身的教授，是一个博士，一个教授。他在他的那块领域里面非常有知名度，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说，王教授，你怎么会关注到我？有这么多出色的演员，你怎么会关注到我？他是说，他其实在2年前看了我的那个《送凤冠》，就看一则《送凤冠》以后，他就说，这个演员很特别，他觉得我特别。我说特别在哪里？他说，一般演员演戏就是没你的事，可能在那边没什么事儿。他说，你好像一直沉浸在戏里面，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我觉得他很懂戏，他很会看戏，然后他又其实我演的角色并不多，而且并不是那所谓的那大主角，没有，几乎是没有。我演的都是主配，然后他在我演的那些主配的那些角色里面，看到我的点点滴滴以后，从这样一点点来关注我，然后他认为我说，黄慧，你绝对可以的，我相信你。假如你有什么地方不理解或者不懂这个讲座怎么做，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他说我也没有做过这样关于戏曲方面的讲座，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在他的鼓励下，在那些还有其他老师的帮助下，我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觉得我可以的，我能行。所以我有了这次非常非常幸运的机会。其实要讲的真的是很多，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讲起，真的是，但是第一个部分啊，那接下来呢，我讲一下我的第2部分，
大家肯定想知道我在大学里面讲的多是一些什么内容，具体的内容，还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和感受，以及观众的反响。其实我们粤剧比起京剧来，它的历史是比较短一点，京剧200多年的历史，粤剧才100多年，但它发展的非常快，在这短短的100多年当中，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第2大剧种，而且逐渐的在金昆之后，逐渐的受全世界人的关注，特别是年轻人。我发现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年轻人对粤剧、对中国戏曲、对中国文化的那种狂热，我真的可以说出乎意料。当我那天就是在河内山大学演示的那一天，演示完了的那一天以后，其实美国的观众不习惯像我们中国观众会拥台的，就是演出完以后拥到前面的，他们会很礼貌的大家演完了，大家一个鼓掌，一个进场，然后他们会就是演出完以后很礼貌的这样安静的离场。那一天王教授告诉我，这是他这一辈子在美国没有看到过的现象，说演出完以后很多观众都会，他们有那种外国人就那种感觉，好像不好意思进来，不好意思靠近你，但是又希望来靠近你这个感觉，又希望来了解你，又希望来摸一摸你的服装是怎么样的，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中国戏迷跟外国戏迷的不同区别。我们就是看到演员就要围着他、拥着他、跟着他拍个照，对吧？这也是外国戏迷狂热。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远远的，他觉得可能这样可能会打扰你，他怕跟你说他其实那种心理是很微妙的，就是说又想靠近你，又不好意思，又怕打扰你。他们王辉去了以后，他们一反常态，然后也要来靠近你。然后我用简单的英文说可以，没问题。然后他们都很欣喜的、很高兴的跑过来跟我一起合影，然后要抱抱我，可不可以拥抱一下？我可以，他们很热情嘛，所以他本身骨子里面都很热情的一个人，因为其实他们可能感觉到我在台上是个男人，他们是女的，心里感觉还有一点距离，你知道？其实当我用自己的笑脸跟他们说可以没问题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又是一个女人了，然后就很热情的跟我一起拥抱，然后合影。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想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戏曲的那份热情，我真的是可以，我在现在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只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强大，我到每个地方去，就是感觉到就是说，没有像以前听说的说歧视华人呐，我对华人有什么不礼貌啊，都没有，我都没有感受到。可能真的是国家也强大了。然后我们中国人出去在外国人的眼中，就是我们是出色的。包括我去到那个荷林的大学是我主要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到安城大学、到史密斯大学去做访谈，他们都非常乐意来听我这堂课。当时我跟王教授就觉得，哎呀，我们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做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开始我还很担心的，我跟王教授说。会有人来听吗？会有人来看吗？就这样心里的，就是说，没关系，就是说肯定会有人，只是多少而已。但没想到的就是说，第一场的演出是那个剧场是2层的剧场，就是类似于有点像我们蓝星戏院这样的一个剧场，但他们的设备非常好，音响啊、灯光啊都非常好，都是一流的。他们学校的是和这个大学这里面的一个剧场。基本上是坐满了的那一场的演示，然后在那个史密斯大学也挺有意思的。史密斯大学它是一个女校，也是一个女校，然后它有专门一个艺术系。那我那次去讲座的时候，这艺术系的同学和老师都来的，围成一大圈。然后他们说要看王老师的表演，我们昨天还没看过。那我就演了一段《倩女离魂》，穿了一个服装，演了一个《倩女离魂》。演完以后，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小粉丝们都不愿意走，
都不愿意走，还要继续要跟我聊。其实我聊的话，我肯定有困难，这是我的困难，蒋老师也知道对吧？所谓的困难就是说语言上面的困难，只是会一些交流，简单的只是会一些。假如说让我深度的要去用英语讲我们的粤剧的什么东西，那我就肯定难上加难了。然后很有趣的就是说，从这次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用粤剧、用艺术来跟他们交流以后，王教授说的，黄慧，你现在也养粉丝了，发展了一批养粉丝，很不错，我觉得不错。其实并不是说我的粉丝，粤剧有粉丝，粤剧有观众了，在大学里面，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特别感兴趣。我记得有一位外国学生这样说的，他说以前他也是京剧和昆曲。京剧都是帝王将相的戏，那种比较阳刚感觉。那么昆曲相对比较古典，比较柔美一点。那么我们粤剧它怎么形容呢？清新、柔美、欢快，还有一种亲切感。哎，我说你讲对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粤剧是最美的，特别是我们陆派更美。我说。当然，我说现在要跟你们说流派，粤剧当中这么多流派还不容易。我说你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我们粤剧是几大流派，然后要了解什么戏，然后我最多的是介绍的是陆派戏。我说首先是看要看那个盘古手夫，还有那个秦探电影秦探，对，还有反正陆老师的所有戏我都要介绍的，反正我不能吃亏，我觉得哈，既然来了，我不让他们说我要推广陆派，当然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是真的笑笑的啊，然后他们说，哎呀，原来陆派这么好听，粤剧这么美，我成功了，我觉得我只要做到这一点，能吸引他们，我就成功了。我发现第二天等我演出完的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学校的那个报纸就一整个的报纸就写了粤剧怎么进大学，粤剧怎么吸引我们，粤剧原来中国就是说除了京剧和昆曲之外，还有这么美丽这么优美的粤剧。我们从此以后会关注粤剧，会去欣赏粤剧。所以说，我觉得做这么一次讲座，这么一次演示，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谢谢。不理你。对，也是。其实我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感谢的就是那个王勇教授，他这么有心。他觉得就是说，京昆已经在国外大多数国际人都知道中国是有京昆这两种戏曲，粤剧知道的是在华人区可能比较有影响，但真正的外国人虽然可能说有粤剧，但不知道粤剧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完全觉得有必要做这样一场演示，比较具象的让他们来了解粤剧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别于昆曲，有别于京剧。当然，我还让他们了解的就是说，我们的经典的几大经典，就是说，曾经有几个学生问我说，黄老师，我们要了解粤剧的话，应该看哪些比较著名的作品？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粤剧比较经典的就是《梁祝》《红楼》《西厢》《秦探》。他们说都拍成电影了。我说 OK， 都是电影。你们假如要看的话，在网上搜索比较容易。假如不行的话，我可以把碟买好寄给你们，都可以。我是说，我是认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义务来推广我的粤剧，特别在国际舞台上。他们还问我，就是说，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讲座特别有意思。外国学生他们那些问题也特别踊跃，他们说，那你们粤剧舞台上有没有演我们外国人的戏啊？我说有啊，
莎士比亚的第12页都有，还有《简爱》，对吧？杭州越剧院的那个《简爱》也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新创作的那个游戏，都有，我说都有，而且还蛮有观众都能接受，他们都不容易哈。而且我们越剧，我说不是单单是说在我们东南亚比较有影响，其实在整个国际上面都有影响。我们走过的地方都非常非常多，就包括我吧，我觉得我也走很多地方，东南亚基本上走遍了，然后法国也去了，然后当然是美国也去了。美国当然去的时候，我心里想，因为老师在，我要去看老师，我一定要去，我是这么想的。看到了吧？这后面的后话，一步步来啊，不着急啊。然后就说，哎呀，王慧好像你去演示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去了一个人。但是你演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一个花旦一个小生，对吧？那么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姜老师挺好，你提醒我，真的，我要说的真的实在太多了，我一时想不起来，真好。你帮我提醒，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和第山大学有一场演示的，是我一个人的演示，但我觉得单单我一个人还可能，显得单薄一点，当时我跟王颖教授就商量说，能不能有一个学生来跟我一起合作一段我们粤剧当中的比较经典的这么一段折子戏。他说什么写18相送吧，我说他说好，可以。我说那你有没有学生会一点形体动作的？他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学过舞蹈。我说舞蹈也行，他至少是他的形体没问题。然后他说可以，然后我说这样特别好。那么我那次去就演了4个陆派的折子，一个送花楼会，一个三旦新郎，一个表本楼，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不是倩女离魂，对，倩女离魂。那还有一个，当然这2个是老师的，2个是我自己原创的，还有一个就是18相送。18相送的那个时候，那天我记得那天就是去学校排练的时候，我第一次跟那个小朋友排练的时候，哎呀，我都完了，怎么办？他都不知道音乐节奏在哪里。你知道哪个时候什么时候动作出来，他都不知道，因为没人教，这不能怪他，因为没人教，他只是看录像，因为他也不完全懂英文，但他会讲英文，不完全懂中文，他会讲一点点，只是说一点点。那一天我第一天跟他合作的合排的时候，我就担心了，我说哎呀。就是这样，像假如后天要演出，其实时间很短，我们大概待在一起排练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第一天排了2个小时，就走，大家一起合一起走。那么王教授也特别的认真，他也在旁边看，然后他让他另外2个学生是中国学生，还有一个是中国的那个助教，也是从北京语言大学过去的3个年轻人一起来跟我们学18相送。他们2个，不好意思，他们是其中一个学小生，其中2个学花旦。那么学花旦的2个人任务比较重，因为他们王教授安排他们说，你们空余的时间必须把你们理解的。方老师跟你们说的那些内容，2组里面祝英台的那些要表现的那些动作和语言和地位都要交给谢怡轩小朋友。然后，等我第2天跟他一起排的时候，那个小朋友特别特别聪明，我发现第2天排的时候，他基本上都能走到地位，而且感情都比较能够出来。那个祝英台的那种羞涩，那种少女情窦初开的那种感觉都能表现出来，就是特别不容易。然后到我们真正第3天走台的时候，他都会跟着节拍会唱，哇，我太惊讶了。
这么女神了，真的是我们一般要学越剧，真的是我们自己是科班出身的嘛，也都要最起码学上几个月才会唱的像模像样唱一段。当然要说这些的话，其实趣事很多。那个小女孩说我记得有一句说，应在大日女红妆，两兄弟愿不愿配鸳鸯。她那个眼神很可爱，很可爱，我都会喜欢上她，太可爱了。她把那个祝英台的教授那种心理描绘实在的，哎呀，我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只能意会那种感觉，特别聪明。然后我们的合作也非常成功。那么他们那个动作啊，或者形体啊，尽管有一些舞蹈的基础，基本上还是你教的。应该是这样。所以黄慧说很惊讶、很惊喜，其实他付出的辛劳，大家可想而知。一个洋学生没有接触过那个越剧，他能够第二天就能合语，就能这样表演出来。其实这个里面，黄慧谦虚，他没有讲自己怎么，其实是花了很多的精力，花了很多的那个在辅导他。其实这是相应的，真的是，这个女孩子特别用功，真的特别用功。她只要一听讲这个黄老师，她中文不是特别好，教我教她，黄老师教啊，那我就说你要教哪里？她就走地位，她不会，中文不会讲得特别流利。这是一点点趣闻啊。然后我跟他们也说，在讲座的时候也跟他们说，越剧的流派。其实越剧的流派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好像有16个流派，应该是差不多吧。差不多要加上主老生的3个流派，还要加上后来加的什么驻派啊18万，我相信18万，侬真包括加水派，双方人我也加，就是还有做小灶的。4大老生，做小灶，做水灶，做水灶，做小灶。当时我演示的时候就是有大屏幕的，其实后面有大屏幕，然后我在介绍每个流派的时候，比如说野派给引入方言的那些经典的曲源啊，还有那个盘七手戏啊这种图像都会出来的，翻拍啊、实拍啊、陆拍啊，当然我最主要的还是介绍以陆派为主介绍。那你刚才讲的话不要讲了，我竭尽全力的介绍陆派。我那个时候恨不得把老师也带着现场。真的，我当时就说的时候，我说，哎呀，其实你们知道吧？我说我们陆派的唱诗人离你们太近了。他说哪里，就在洛杉矶啊，真的，那能不能到现场来？我说很难得，我说我老师也是年纪也比较大了，80多岁了吧，我说出门不太方便，我说啊，但是我说我这次有安排，我会去看老师的。那他们也很，那小孩子挺可爱，他说那要把我们的问候也要带你去。我所以说带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问候全去问窦老师的，问候老师，这个问候。所以老师很开心，待会儿我们跟你们讲，老师开心的怎么样？很骄傲。他会变，不会讲，差不多吧，应该是，差不多了。黄辉呢，刚才就是跟我们讲了到美国去的，他怎么会去的那个经历啊，他没讲之前，我还以为黄辉那里有亲戚。或者开了一个什么后门，对吧？现在听了就清楚了啊。后面呢，就是他在美国去讲学和演示的这个过程。黄辉呢，刚才我说了，他很谦虚。其实他在那里辅导那个美国的学生，他付出了很多辛劳，就是时差还没到过来，马上就投入那个排练，
投入辅导。在这一方面呢，黄慧其实她不但在舞台上面演戏演得好，就是刚才糖糖也说了，是吧？而且她在平时呢，也是一个很平易近人，很愿意帮助别人，很愿意辅导别人。就是你有什么困难，在这里我要举个例子，我要介绍我们在座有一位黄慧的业余弟子，大家知道是谁吗？张毅。好，我们把小张一请上台。张毅啊，你以前我先要说一下，张毅这一次呢，09年呢，在上海的一个什么队啊？湘音合曲。湘音合曲的一个业余的大赛里面呢，是初赛的时候有200多名选手，到最后他打入复赛。就唱了一曲那个素描提示，素描提示以后呢，就是得了一个金奖，拿了一个金奖。但是呢，大家知道没有？他去唱比赛这个素描提示的时候其实他前2天就登门到黄辉老师家，请黄老师对他辅导。这个一辅导，就金奖拿回来了，这个金奖，所以说呢，这个叫近朱者赤，近是什么？近黄者近黄者慧，靠近黄慧了就聪明了。太感谢了。那么是不对，我真的给我放回来。我是来赛了，我是来赛了，不要干嘛，这个都要看的。要送他们。不过张毅，我想问一下啊，你原来在跳戏的时候唱的是尹派，后来怎么会喜欢上陆派的呢？这个。之前呢，因为就是在看粤剧，就喜欢粤剧嘛，各代流派我也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之前我听陆派一直是就是碧玉簪，然后那个黄慧老师演过那个韦夏卿就是那已经后来了。没有，我之前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是的。我来说吧，你可能有点紧张啊，我也很紧张。其实我跟贝贝认识很有意思，他有一次到我们粤剧院来看排练，正好来龙镇。那么正好是站在我们那个乐队老师的旁边，你知道，那个乐队老师有个女儿跟他很像。哎，我说毛毛你来了，哎，他说我不是，他说我不是，我说那你是谁？他说我是谁。哦。那么后来突然之间，我们有一次在车站上碰到了，对，就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这么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正好是看了就是听了那个黄慧老师的《倩女离魂》。对，那个时候正好是他已经演过了，但是我一个好朋友呢，他去看了录下来给我听的。后来我就觉得，哎，这里面的陆派怎么那么好听啊？跟以前我听到的陆派不一样。倩女离魂。对。然后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腔做了就是有比较新了，就听上去很清新的那种感觉，不像它就是以前那个我听的那个碧玉簪，还有就是韦夏卿那个。我强调一下，碧玉簪的腔呢，其实在那个陈少珍老师原来的腔上做了一点点改动，其实不完全是陆老师的腔，所以说有的观众会听起来说，哎呀，黄文你这个腔怎么这么别扭？所以我唱的时候也感到别扭，所以在后来不断的演出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进，但这个改进指的是小动作，因为一动的话，大家配乐啊什么都要跟上去的，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是说尽量唱的好听一点，只能这样说。所以那个倩女离魂里面的那个陆派，就是觉得我就听了觉得哎很好听，原来陆派那么好听。
然后我就这个时候呢，我就差不多在同一年几个月里面吧，我就在车站上碰到黄慧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特别喜欢你，然后就是这么认识的。小花痴。好，那么就是张姨，我还问一下啊，你那么后来喜欢上陆牌了，那么你第一段学的陆牌是什么呢？那就是《倩女灵魂》。哦，又是倩女。对，因为我这个《倩女灵魂》，我拿到那个时代的时候，我是不断的听，就是基本上都已经学会了。贝贝，我记得你还演过呀。我演过，而且是黄老师给我化的妆，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就是有一场就是乐剧联谊会，那个时候一起演出的。后来呢，我就很不好意思开口，我就问了黄老师，我说你愿意来看吗？他说我很愿意来看，还帮我化了妆。其实我要说的是，张毅是一个很努力、很用功的一个孩子。真的，因为我觉得他自身条件也非常好，应该是。当然是说，我一直跟我们乐圈那些小孩子说，哎呦，我说，哎，你假如有机会的话，我说我那个小朋友真的挺不错的，真的是。他唱野派唱的特别好，唱陆派唱的很好。我觉得他的嗓音条件其实2个流派都能唱。但是我觉得他更适合陆派，对吧？那么是倩女灵魂，不是，等一下，张爷，我知道你就是说黄老师呢，虽然没有拜师的那个程序，但是呢，他确实的给了你很多的那个指点和辅导。对，你有哪几个戏是受到他帮助辅导的呢？很多。我记得第一次我要去就是西塘参加一个票友比赛，就是那个送花轮会，我一直不知道就是里面，因为录像里面只有夏三丽的那个版本，然后我喜欢学的是陆老师的那个，就是当中有几句木为你木为你，那几句是我一定要加进去的。那么然后呢，我就说，哎呀，这里面少了这几句，我动作怎么做呀？因为我不太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什么基础，就是不知道自我怎么发挥。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了黄老师，黄老师说，那你过来吧，我来教你。后来他就帮我设计动作，就是每一句都教得特别仔细，还跟我说就是很多就是表演上的那种细节的问题。还有好像我看到了一个前店姑，对，前店姑是我旁边看见的。包括就是除了这些排戏之外，还有那个化妆，我1次2次学不会，他就3遍4遍这样教我。那么我在这里想提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刚才提到2次倩女灵魂，对吧？是不是能把这一段唱给我们这里唱一下？当然黄老师的面汇报前，黄老师向大家汇报，现在你向黄老师汇报。好久没听了，我也想听了。对，好，紧张，你太紧张，这么紧张。没有伴奏的啊。这话有点我这样应该听得这样。放周边看，放点起来炒，哎，我们起来，人家起来，人家应该是不要来炒，人家的孩子吧，放起来。是不是电脑？是不是？哎，会ถ่าย对对。他这个干2个里的自己。那我就汇报，向大家还有黄老师汇报一下。小弟呀，街上有的兵强王，我就用我你回来当小弟呀。
你为我相思苦，受尽教育，你为我传承苦，先把命放，你为我闻得晓观天同地，你为我一路风霜把命千里交替一旁，情深深爱重重，情深爱重恩义长，小生无德与无能，今得配亲亲你呀过头上，从今后天差地不能担，再不娘我的心都是凄凉，都是凄呀向老师也汇报了啊，向大家也汇报了。也没有在他面前唱过。那么后面我们还要继续听李老师讲，好吧？老师也来一段。按我们的程序不能打了啊。去年陆派的喜事呢，确实是特别的多。8月份是徐标新的本国嘉年华，9月份是张玉凤的龙凤金奖，10月份是黄慧赴美国，11月份应该是个空白，但是小张已拿了个业余金奖。12月份黄慧评上国家一届演员，所以我就感觉这个09年确实是戏事特别多。那么刚才黄慧的赴美国之行呢还没有讲完，他去了美国，我刚才说有点不同寻常，还有一个原因，他到了美国以后去拜访了一位老艺术家，是我们大家心中的偶像，是黄慧的恩师。接下来呢，也就是在大洋北岸的陆锦华老师。接下来我们就听黄慧接着讲。其实，这次去美国，我最大的心愿其实还是要想去拜访陆老师。06年的时候见过老师以后，好像已经有3年多了，3年了，真的是。那年老师在上海的时候，我也知道老师好像不幸摔了一跤，对吧？所以我一直担心老师的身体到底怎么样。那本来是每年都要回来一次的，07年、08年都没有回来。那我也挺担心的。但是从电话当中点点滴滴知道老师身体状况还不错，只是说他的骨质疏松非常厉害，不能坐长久的飞机，注销。然后这次去之前，我就跟老师打了个电话，我说老师，我想来看你。然后老师说你怎么来看我？我当然是坐飞机来看你。当时老师知道你在美国了吗？没有，我还没去之前我就给老师打电话。在上海打。对，在上海打个电话给他。我说老师你身体怎么样？他说挺好的。哎呀，就是那个老腰不行，那个腰啊，他说
做不了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不行，这样做这样做一会儿又不行，要躺，然后躺下来躺了不行，要站，很折腾，特别折腾人。我说老师真的是非常痛苦，其他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就是骨质疏松非常厉害。然后我在这边的时候，有一位有一位朋友，也是陆老师以前县警团的一个成员，那个阿姨挺好，她一直打电话给我，她知道我要去看陆老师，她就跟我说，哎，你去帮老师介绍一种药，打针的，是说补钙特别厉害的，1年只要打1针就可以。那我问老师，我之前就打电话的时候跟老师说，哎，老师有这样一种药，你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他说我尝试过了，不行，打的这个针有问题，那边出血这边出血都不行，然后不适应，然后老师就放弃了。那么当然现在就是说完全是靠他不大吃药，就是靠饮食调理这样来，就是说减轻自己的一点痛苦。还有老师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痔疮非常厉害，年纪大了嘛，痔疮非常厉害。他说我真的跑不远，所以他平时在家一般不出门，都在家里待着。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我真的去看老师之前的那种心情啊，我觉得我一下子很难形容我自己的那种激动，我好几天没睡好。一方面也是时差，另一方面就是我想，我要见到老师了，我明天就要见到，我后天就要见到老师，我现在数日子，一直在数日子。然后到那天我是10月24号去看的老师，我们10月23号，王勇教授和他的先生梅先生，他们两个真的非常好，全程陪同我。然后我们从麻州其实是在地理位置上是美国的东部要飞到加州，飞到西部，我们是这样，早上我们是5点多就起来了。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麻州是在下雪了，那个时候已经是，东部已经在下雪了，早上很冷。然后梅先生和王教授他们已经等在我的酒店底下，5点多我们就出发了，然后驾车到那个机场有1个多小时。然后乘了3个小时的飞机，又转机，又乘5个小时的飞机，等于是在飞机上面就8个多小时，3个半小时，8个多小时，对。还有路上再从飞机场再到再到加州老师住的洛杉矶那个区域的时候，又大概驾了1个多小时，总共大概驾了10几个小时，也等于是从中国到美国去看老师这样的时间。光路上就要10几个小时，10多个小时加起来。然后其实王教授那天非常激动，王慧你终于要看到老师了，你心里怎么样？我说我要哭了。我当时王教授跟我的时候，我真的要哭了。哎呀，终于可以看到老师，我明天就可以看到老师。然后他说我们去玩好了，说不要玩，我们吃点东西吧。那我们就去吃东西了，吃点东西了。王慧那我们跟老师打个电话，我说哎，对，打个电话，跟老师说一下，说我们已经到洛杉矶了，我们再离开你。他是一个区，我们是另外一个，他的邻居等于是隔开很近，大概驾车大概只要半个小时就到他家了。然后老师听到我的电话，我感觉老师也非常激动。哎呦，他说王慧侬来啦，我讲你看可不可以讲只有3人陪侬吧？我说有的，我说王毅教授他们会一直陪同我的。那就放心了。那我说老师，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来拜访你比较合适？他说上午我不太方便的，然后说下午吧，我们约好1点半，下午5点半过去。然后第2天的下午，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找，陆老师的家挺容易找的。他是怎样的？是在一个怎么来表述这个他的房子？他的房子挺好的，是2层的洋房，一栋别墅这样，挺好，挺安静，挺干净，而且挺幽静。那种小别墅。对，像上海的那种以前的那种红瓦白墙的那种洋房，挺好的，2层楼的这样，而且很安静，很适合养生的地方，我觉得。
气候也非常宜人的。他那边我在那个麻州的时候是下雪，然后他那边就穿短袖，很舒服。要不就是就打开，哎，要不就是外面套一个长袖这样。我在好像也看到他穿了一个中袖嘛，这样。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我到他家的时候，我感觉老师已经在窗口里面在看我了，因为我们在看我们客厅的哪一边比较好。然后，老师让开门说：“宝贝来啦！”结果老师，我也不管那个车怎么样，我跑过去抱着老师。抱老师的时候，感觉就是说，哎呀，我终于又见到你了。然后老师就是说。这个作为那个老师跟学生啊，而且是相隔了那个不远万里千万里啊，而且呢，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陆派弟子呢，我们的陆派弟子其实都是很辛苦的。我们的陆派弟子其实都是很艰辛的，他们都是靠着自己，就是在那里勤奋努力拼搏，对吧？所以受那个老师的指教呢，相对其他的那个流派弟子呢比较少。所以我听那个陆老师有一个大弟子陈真华，可能在座的有好多人知道啊，他就说啊，我们的陆派阿拉陆派弟子给是过呀，就是好像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千里迢迢，这不是千里万里了啊，万里迢迢飞越大洋，对吧？看到自己的老师，而且有很不容易见到的，老师也盼望学生，学生也非常要了却自己这么一个心愿，对吧？所以黄慧呢去的时候，我给他发了短信，我相信好多人有这样嘱托他，你去了以后啊，一定要给我们就是去拜访陆老师，祝他健康长寿。我相信他是带着我们，他刚才也说了，带着我们国内的这个陆派爱好者的许多的嘱托，我是说带着全国人民的，对吧？而且也带着那个美国的一些，刚才说了学生，听说他要看老师去了，因为不可能跟着一起去了，对吧？也只能是嘱托黄慧，你帮我们看看老师啊，这个心情，那种激动，那种难以用那个语言来形容的那种心情和激动，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不好意思啊，周到老师，我会情不自禁的，其实我现在看到老师的照片，我都会忍不住的那种感觉，其实老师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我进门以后，他就跟我说，黄慧啊，你这次来我没什么东西给你，老师准备了一些，就是说你在表演方面还欠缺的哪些东西，我太感动了，真的是。我说，哎呀，老师这么大年纪还想这么多。我其实看他，我就要看看他现在好不好，他健康嘛。我们的心里就是这样，只要老师健康长寿，我们就开心。所以并不是说老师我要向你索取是什么东西，不是的。我现在看看跟老师聊聊家常，告诉他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很好。我们现在就是说台里面院里面的领导也挺重视我们陆派弟子的，我是要让他高兴，
然后我要让他知道，就是说我这次去是被美国比较知名的3所大学所邀请，我要让老师来分享一些我们的快乐，我的快乐。骄傲啊，对，我是说，但是老师听到肯定很开心。老师是老师还有很有趣的，就是说，我记得就是我们拍过一个绝版赏析，我们是音配像的那一则，我演了一则，就是我配的是那个素描题诗。那当时因为没办法问老师，那个时候也不大方便，好像跟老师联系不大方便，也是很匆忙的决定了这件事情。然后到电视台去拍的时候，服装也是从京剧院写的，那个服装也是很不靠谱的，很不靠谱的，反正短，这个袖子也挺高的，袖子跟服装是差这么一截。那当时我就想，哎，这服装怎么办？但是来都来了，我这人就是不想去很为难人家的是那种，我来了就拍吧。然后我想导演会从镜头会选择镜头，那当然也是导演谱不了这么许多，可能是。然后有一次特别要让我注意的就是说，拿那个毛笔，读书人以前的毛笔笔筒里面就有墨的，我不知道，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那么导演跟我说，哎，你那个包包里应该放一个你的，我刚才跟你的，我说这个硬盘放在里面，不是墨都插在包包上了吧？又没有塑料纸，又不像这个保鲜袋可以藏一下的，没有的，对吧？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的？然后导演说的，我不能不听他的，对吧？那我就拿了硬盘出来，用这个笔画一下就写的。他说这不合适的，这不合适的，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你写字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自己的脸上方写，这样把自己的脸都挡住了。你要侧一点，要写小小的，然后那个签名优雅一点啊。我那个时候就感说，哎呦，有老师真好，真的，很多地方他们真的，当然，我虽然老师不在身边，但我周围也有许多这样的比较好的老师，也会帮我指点。比如说在排练排布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帮我指点。当然，排盘布的时候正好，06年的时候，老师也，我是03年排的盘布，04年老师就也回来的，03年好像也回来了。对，03年回来的，对，03年回来的。当时排盘布的时候，我就去请教老师的，老师跟我说了许多东西，还有同时就是帮我辅导的那个钱建夫也有，也帮我辅导的。那么我要说这次老师，我到老师那边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老师讲的最多的就是说，宝慧啊，老师对不起你，老师说一声对不起，我真的太难受。我说老师你不要这么说，我说你唱的这个路牌艺术已经让我们很多人都这么享受了，真的是这么享受了，这么多人喜欢。我还去告诉他，我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路牌，我说多好呀，老师，我说你不要说对不起我们，其实你留的那些影像资料足够我们学一辈子的。因为假如说我现在拍的秦探呐、韩夫索夫啊，只要有老师的那些版本的。我演过以后，我都回过头来都会看老师的以前的那些表演，我会从中琢磨，哎，老师为什么这个动作会这样的？他为什么这个语气？他为什么这个表情？所以有的时候问导演可能也会他会讲一些东西，但是可能比较要我自己去理解的话，我们比较深层次的去理解。他为什么要主导这个动作？比如说秦战收眉那一场，他为什么有这个纠结的过程？但是又要从人物出发，又不是说一般人的说心里，哎呦，我做了官本怎么样的，我不做官本怎么样，我跟基里们怎么样，跟怎么样，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浅的。然后老师就说跟我聊了一些，就是说他对不起我们。我说老师真的不是这样，教的太少。我说老师，我说我以后打电话给你可以吗？他说可以呀。你只要说，你只要知道我的作息时间以后，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你可以请教我。其实我也是很难得打一个电话给老师，包括那个这次回来以后，就是平安夜那天吧，我就是很想打一个电话给老师，但我觉得时间不合适，我又不敢打。然后
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说，老师其实很希望我再多留一会儿时间的，但是我看到老师那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那种他的病痛的折磨，我都不忍心再打扰老师，所以我们那次去的时候，我们前后待了大概40分钟左右吧，40多分钟。然后当我要1个小时多一点，1个小时不到，1个小时不到，因为我知道老师他半个小时要上一次厕所的，因为他的痔疮不是很好嘛。但是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大家不用担心。老师也跟我说不用担心，他一紧张就要上厕所所以说我跟王教授当时就说，哎呀，可能老师不太舒服吧，我们就走吧。其实我的心里真的非常非常不愿意走，我真的想跟老师多待一会儿。老师那种感觉就是看到我们的感觉就是他把我们当成小孩子，他会呵护着我，会拍着我的背，他很关心我的身体。他说：“宝贝，你的身体怎么样？你的身体最要紧。”我在想，老师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你自己的身体，他不是，他关心的是我，他关心的是我们学生。他还问我说：“现在，就是你们的平时的演出会多不多？”我说挺多的，我说就像去年吧，去年其实我的演出还挺多的。反正大家都知道盘古也排了好几场了，是吧？我说光盘古就演了好几场了。我说，老师那挺好。其实演员在台上一定要锻炼的，要积累的。但这是每个演员都必然要走的，必然要经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他觉得欣慰的就是说，录拍的弟子都很努力，他也知道，其实虽然老师在美国，但是很多事情他很灵通。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灵通。老师，季老师是不是你们一直在联系哈？是经常在联系的，对吧，季老师啊？这是国内的联系，还有个好像我老师订了那个新民晚报。对，新民晚报也有。然后老师有的时候女儿会让他看网上的一些东西，他所以都对很多东西都很了解。所以说，老师也觉得说弟子们都很努力，说挺欣慰的，应该是。然后他也让我带给大家的就是说，表现给大家对他的问候。他很好，他可能明后年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回来看大家。我看了那个网上面的照片，我会看那个陆老师的，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投影仪没法使用，否则可以有些照片可以给大家看。但是我们这一期的那个会看上面有好多照片，大家回去可以看到啊。就是陆老师虽然是人比较清瘦一点，对吧？但是我看他双目啊，还是像他年轻时候那么炯炯有神的，就是不像那个一看就是这个和别的这个老年人不一样的。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说，姜老师打断一下，陆老师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风趣的一个人。他说我虽然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最好，但是他说我就把一天当成2天半活。他的这种心理，他说不能一天就赚1天，就是赚2天半，我已经很好了。我当时就是在想，因为老师，我希望你长命100岁，我希望你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发明一种药，能够把你的那个病痛能治住。然后老师说，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他说我也这么想，也希望自己能硬朗起来，也希望能常回到上海来看看大家。怎么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吧。我希望老师早点回来。我还有看那个网上面王教授写的那个介绍去那个访问陆老师、拜访陆老师那个报道，
报道文章里面，好像黄慧，我看提到有一句话，陆老师说，看到你以后就说相见恨晚，有这么句话吗？确实有这么一句话，但是我有点不敢当。所以黄慧他不说了，但是我是从那个王莹教授的那个文章里面我看到的。我想老师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早点知道你们多好，我早点跟你们说这些戏里面的东西多好，因为他觉得你们都很好学，他是这样跟我说，我发现你们都很好学，每一个弟子都很好学。我说是的，我说包括我说标弟呀、雨峰啊，还有许杰大师兄啊，我们都很努力的，真的。虽然说在粤剧院的机会不是太多，因为粤剧院人才实在太多了，机会不是太多，但是我们只要有机会，都是每个人都是扎得牢牢的，是这样的几个学生，所以老师也觉得很欣慰的。我说老师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努力的。当时他现在挺高兴。继续。后来都不舍得跟老师分手了，我恨不得抱他回来。真的，我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啊，你跟我回去吧。老师说假如我这个腰不疼，其他没问题，我肯定跟你回去。真的，我很冲动的。我那时真的很冲动，我说老师，我真的很想把你带回去，真的是。然后杨伯伯也说，哎呀，好会你这样不方便的说啊，因为在飞机上，毕竟在飞机上不在汽车上可以跑来跑去，飞上去就是飞上去，11个小时，你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万一老是有个病痛呀怎么样啊，都没办法他说。毕竟是还有高血压，对，老师还有高血压，医生是跟他说，哎呀，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定要回去嘛。他血压还是蛮高的，好像这次血压蛮高的，他上次是180，有效也400多，好像这样。但我跟老师说，你吃药吧，一定要吃药的，高血压一定要吃药的，他要吃的。他假如没有什么事情，应该是生活比较平静的话，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血压高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也很内疚，去看老师，哎呀，老师血压高了，我也很内疚。他不看吧，我也不忍心，不能不去看。已经到了美国了，不去看老师，说不过去。不过老师整个状态还是非常好，满头白发，脸色也非常好，白里透红。他的皮肤好到连我们的我说我记住你，老师我记住你的皮肤，雪白的，白里透红，挺好。应该说挺安慰的。看到老师以后，我心里挺踏实，挺安慰的。好吧，老师也说了，然后呢，说弟子录部分，好吧，让大家稍微轻松一下。弟子部分就是我要说，在美国，碰到的一些趣闻轶事。我第一天去就是10月14号到的是纽约，当天晚上已经10点多了，到了纽约。我看纽约说，哎呦，我说王教授夫妇俩来接我，在机场来接我的时候，我说纽约怎么这么旧啊？我说哎呀，纽约怎么这么小啊？王教授说，现在中国发达了。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有地位了，多好呀！特别是你从上海过来更不得了了，对吧？我说真的是这样，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样，因为又是在晚上，那么机场又是在整个郊区比较，整个建筑啊，整个马路啊都不是很宽敞的，很陈旧，真的很陈旧的。那么王教授跟我说，其实黄慧知道吧？其实40多年前美国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40多年跟现在中国比赛，中国40多年前就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美国还是比较发达的，应该是，因为晚上看嘛，更那种感觉，好像跟那个过去的感觉。好，那么第二天早上，我们说好的是说第二天在纽约玩一天，王教授是安排的很细致的，说我带你去看百老汇，带你去看曼哈顿广场，还有911影子，还有
华尔街。我说好，我都要去这个地方。我说一天玩得完吗？没问题。我说怎么这么小？没问题。我又是一个小字，你知道吗？完了这个又是小。我说那这边又是小，都是小。就想不到早上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巨无霸的那个煎蛋土豆饼。这个大不大？他说，美国人，我们在那个餐厅里面正好是说，哎，我们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吃早餐了，我们就在这边在酒店里面吃吧，就在楼底下在吃了。我看到进去2个美国人在那边啃这么大一堆的，高高的这么大一个盆，比我的头还大的一盆的早餐，你知道吗？然后我跟王教授说，我说，哎，王英姐，这么大一盆，我们3个人吃都够了啊。他说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就点吧。那个服务员是墨西哥的一个小伙子，然后我们点，王教授呢也不知道这个量到底多大，他以为是那些外国人点的是量大的，我们其他点可能会量小一点，他就跟那个美国人说，我们要这一份，一人一份，一个蛋粉，一个土豆，一个什么，那个小伙子很为难的说。哦，对不起，我请你们还是点一份吧。他问我们就说，你们的量怎么样？我说一般呢还可以吧，那你们还是点一份吧。然后点了一份这么大的鸡蛋饼，哇！我们3个人到吃到后来还没吃完。对，然后你们知道那2个老美在那边吃的，2个人是这样把椅子都撑满的，就是整个人把椅子都撑满的是这样。所以说，王教授认为就是说，美国人吃东西还是没有我们中国人这么细致。他们吃得饱那种感觉，而且他们这东西特别容易长脂肪，比较垃圾食品。那我们这里比较讲究鸡蛋饼，他们是土豆，土豆也并不是怪事啊，但是挺容易胖的就是。好，我们接下来就吃了早餐就出门了，出门到纽约，到了纽约市中心的时候下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只带了2把伞，我们3个人嘛，带2把伞。那么韦先生说，我去买1把伞吧，这么路边一个小贩，他买了1把伞，滴滴滴滴就过来了。他说，你知道我这把伞多少钱？我说多少钱？我们这边大概10块钱人民币1把伞，对吧？雨伞哈。他说3块美金1把伞。3块美金，挺贵的嘛。我说好，雨伞挺贵，但是跟你们比例来说，3块钱是便宜的。然后说，他就告诉我说，哎，你知道那个小贩说什么？我说小贩说什么？小贩跟我说，这把伞是1天伞。我说为什么说1天伞？用1天就坏了。难道用一天就坏了吗？哎，他说是这个意思。我就觉得老美真的很风趣、很可爱的那种，很真实，他们很率真。像我们这边说，我这把伞10块钱可以用1个月了哈，肯定是这样的。他们很实在，就是说这是1天伞跟你打招呼的3块钱，你要就要，你不要就拉倒，就是说1天伞跟你说是清楚的，很风趣啊，也是这个。还有一次我们在就是从康州机场飞到美国洛杉矶的机场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我问教授说，为什么我们要转机啊？为什么没有直达的到从马州到加州的飞机啊？它本来是有的，现在因为经济不好，然后油价也上升了，所以中间要有一个转机，他们可能会省一点钱。是省他们机场的钱，然后我们每个托运都要加托运费，1个小时50块美金，1个小时50块美金是这样哈。我们行李是不用钱的，在空在多少公斤里面是不用钱的，他们不是的。然后那个服务生很有意思的，他说，你们到哪里去？我们说我们到洛杉矶去，到加州去。洛杉矶是个很好玩的地方，他说我们说是吧？然后他说我也想去，这个男的很有意思哈，你不要笑，像你这么高大的。他说跟我就说，我也要去，那我就说好，你去呀，你去，你带我去吧。他说就是这个你去带我去好了。那我说我怎么带你去？我就让你把个箱子里面在你的箱子里面带过去好了。他们挺风趣，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啊？我觉得在美国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比较乐观，比较热情，比较向上。对，很亲切。你不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拘束感？没有。所以我现在也比以前不紧张了，要不然看见大家会紧张。谢谢。
还有一次，都说美国的龙虾特别好吃，我要说是的啊，那王教授夫妇说，说在波士顿，就是他们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地方，格雷森大学这个马州地区，波士顿有一个地方就是专门可以吃龙虾的，有一个中国省专门吃龙虾的。$10啊，可以吃3只龙虾。$103个龙虾，这样大的龙虾哈，小龙虾是这样大的哈，这样的龙虾，澳洲龙虾那种哈。$10是3个龙虾。3块多一点，就这样1个半小时车过去，真的挺好吃，不是这样的呀。然后当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个活动已经过了，又会过了，那个活动期已经过了，但是它还有就是2块啊，不是3块钱可以吃2个龙虾的活动还有，当时我们就点了，那2个龙虾嘛，还是那是广州人潮州的烧法的那种龙虾，这样切块的姜葱这样炒，也是一大盆。哇，我们吃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太好吃了。然后吃了以后，我们想不到去看陆老师那个地方也有小台北也有龙虾吃。我就是开了一个海鲜的，我说王教授，我们再去瞄一瞄有没有龙虾。其实王教授也喜欢吃海鲜，你知道吧？然后跟我一起，我也喜欢吃海鲜，我就好去了以后，一看也有，他吃到$50美金就可以送龙虾2只，然后我们这个3个人吃了50多块美金，然后超过了50块就送龙虾嘛。但店主很坏的，说我们吃完不跟我们说你们可以吃龙虾，你们可以送龙虾。突然之间梅先生说，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吃龙虾了嘛，说，但是我们已经吃不下了，50块钱吃了一大桌的菜，你知道吧？就特别好吃。是中国人的餐馆，在小台北是最大的一家餐馆。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就把那个同事招过来说，先生，那个梅先生特别有意思。先生，我们还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品尝龙虾的？那个同事说，我们的龙虾已经送完了。告诉我们的龙虾已经送完了。那明明那边在游嘛，我说那里面不是在游的龙虾吗？然后他说那我去跟我们领班说一下。然后那个领班怎么说？那个王毅教授说苦瓜脸，一个苦瓜脸就很苦的脸，就走过来了，拿个名片说欠龙虾2只，随意来吃，就把我手上一丢，随意来随时来吃，欠龙虾2只，随时来吃。我们2个人就明天再继续来吃吧。吃为什么不吃？吃龙虾挺好玩的啊。还有一件事情真的是有点恐怖，对我来说有点恐怖。王教授把我这个日程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他让我去真正的感受一下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的一个国家，那么许多地方要让我去。那么我们在最后就是25号那一天，他带我去那个美国的环球影视城。环球影视城里面有个鬼屋，你知道吧？其实我在上海也进过鬼屋去看过，那个时候我儿子还小，大概5、6岁的时候。中山公园有一个鬼屋。中山公园也有，那个鬼屋其实真是很简单的那种鬼屋，但是灯一定要手伸出来，灯一定要伸到它什么那种鬼一样的一个东西出来。那么我听说鬼屋是怎么样紧张的，那王教授跟我说，黄慧啊，你到环球影视城不到鬼屋去逛一下，你等于没来。那我紧张是紧张的，但是还是想去。那我就是也很坏蛋的啊。他跟梅先生说，梅先生，他说，你在前面带路，王慧胆子小，他害怕，我在后边保护王慧。其实那个梅先生说，我去过了，我就不去了，你们2个人进去吧啊。那么我就跟我这2个人在犹豫怎么办，没有一个人带我不进去，我都有点紧张哈。那我就是其实胆子也挺小的，他也挺小的，然后说。
哎呀，梅先生，他说，哎呀，你带我们去嘛好呀，我们胆子可以大一点，黄辉胆子实在太小。他说我胆子太小，其实我胆子真的也是小，其实他胆子比我更小。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医院很恐怖，我从头到尾就是2个耳朵就是开着，眼睛在那边，眼睛在蒙在那边的。那个音乐很恐怖，然后突然间灯亮起来，那个鬼在动，哦，你难以想象。然后突然之间又一串僵尸掉下来，哎呦，你整个感觉就是很恐怖的这种感觉。还有它很可怕，它不能2楼1楼，还要1楼还要走到2楼，2楼的过道当中就是密密麻麻的布置，搬材啊，什么吊死鬼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有。我在想，哎呀，怎么这么长啊，怎么不到了？我都汗就出来了，紧张的汗就出来了。然后突然间有一道什么门，玻璃门，它是像怎么样，走不出去那种感觉，都是玻璃门，然后玻璃门后面会吊着一个轿子。那个梅先生这个时候其实也挺紧张，他后来跟我说，其实他特别紧张。他说，说不定哪个是真的人算了，他不敢，你知道吗？就退下去。我再回过头来想想，那个调过去的那些道具的僵尸，可以说，其实他们那些用的那些东西，都是电影里面用的那些东西，那些场景里面用的，利用起来都是用塑料包的、倒挂的。他就在那边分析说，我们在那边待了好长时间了，都不敢动，你知道吧？他就分析说。哎，假如说是只活的人，你这样干，我觉得不要憋气了嘛，那就没了嘛，是不是？肯定是假的。他就咚冲过去，我们一看他能弄不了，我也冲过去了以后出来，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光线的地方，可以出来了。梅先生跟我们说什么？其实他说我紧张到简直就是脚底都是汗了，你们知道啊，真的是。所以说我是体验了这么一次到鬼屋的经历，紧张了一次，但是也没有说比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也是一个趣事吧，应该说。给点掌声吧。是吧？那现在都高起来，没想到那个唱诗了，都吓到了是吧？我吓到他们就吓来了。哎呀，再说这个，我自己有点回忆有点紧张，好像的感觉啊。就差不多了，差不多啊。你来一段。等一会儿啊。其实也就这些吧，其实趣事一闻。黄辉呢，把美国之行基本上都讲完了啊。就是我看现在时间呢还比较早，后面这个呢，我们是就是也是激动的。如果时间早，我们就给大家呢安排一点时间提问。现在呢，我看可以，就是大家对黄辉美国之行，在听了以后，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还有什么问题要提的，先围绕这个来提，后面的话题我们再说，再看时间，好不好？有没有？不要给刚才那个鬼窝吓坏了啊！胆子大一点啊！今天明星就在面前，过期就作废了啊！唱啊，我们放后面，好不好？长嘴来放松放。好，小现在管他叫了，我觉着王伟跟他并在一起娱了，我心里老开心。因为这个是阿拉电视当中啊，光荣，对吧？对。唯一的这个张玉峰凭着这个叫龙金奖，这个金奖，我心里也老开心。对。因为这是长了6趴的志气，对吧？为西边性。要故事嘛老欢迎了，对吧？越越好，我觉得王伟现在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我好轻易没看到王伟，我觉得阿拉6趴弟弟对吧？真的老艰苦，
老能够就抗冲是专业的，对吧？张有个武器在越越好。这个都在往这个戏剧性，因为我看徐杰对吧？徐杰这个演技也老好。就是刚才那个于阿姨说了啊，黄辉越来越年轻，我在担心一个问题，黄辉越来越年轻，我们还是在那么老，将来他不是叫我外婆了，要叫我太婆了，老外婆吧，要叫太婆了，我们继续老，他不老，是吧？好，小赵，刚才举手的小赵。你在前面来点讲也可以。我想问黄慧的就是，因为外国人他们和我们除了语言不同之外，还有我们的文化差异也挺大的。就你在美国加州大学给他们演示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喜欢对越剧的喜欢，是仅仅因为看到从来没见过的这么漂亮的化妆和服装，还是这些没见过的这种表演呢？还是他们能够真正的能够领会到你的戏里面是那种中国人的那种很细腻的感情？应该是，你对啊。是这样的，其实在我做演示的之前，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案头工作，包括就是在演出之前的那宣传广告，他们也做得非常细致。说到宣传广告，我们在场的有许多，就是我的那些朋友们，就是帮忙出了很多主意。包括在文字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介绍啊，剧情的介绍，还有对越剧的介绍，剧情的介绍。我每一个角色演的时候，他们都有演示的时候，大屏幕上也都有中英文的翻译。然后每演出一则戏之前，都有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谢逸轩小朋友，就是演祝英台那个小朋友，用英文来讲解这个故事怎么样的。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我这次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点就是说，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是没有语言障碍的，他们都能领会，所以说根本没问题。满意吗？后面还有没有？天意有没有？王老师，我提问题。好，你好。学生分配。我关心一下，就是那个王老师在美国就是演示的时候，王教授有没有给你录像？有录像，但是这次录像呢，因为可能是那个摄像师的技术不是太理想，很多东西都糊掉了。但是在做修整完以后，它会有呈现。以后我们想去欣赏一下。以后有机会吧，应该是。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说。王教授还会继续来为我们越剧来做这样类似于这样的演讲的这样的活动，会不断的坚持。他争取每一年有这样的活动推广到美国去。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次我到美国去，在安省大学演示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我们美国中国领事馆的驻美国中国领事馆的一个领事。巡查到他们这个学校，当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活动时候，他也来参加了我这个演讲和演示的活动。他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有意义，希望以后能从东半部走到西半部。所谓西半部就是说东半部和西半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他愿意为越剧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也是北方人，他喜欢的，他可能比较更了解的是京剧和昆曲，越剧了解的相对比较少。但是他通过我这次演示以后，他觉得越剧真的是值得推广给全世界的，人民知道。刚才呢，在下面有人发了一个短信给我，就是想提个问题，想让黄辉呢谈谈他这个评上国家一级演员的这个问题。我就会，因为黄辉很低调，我知道黄辉很低调，他从一开始到现在。他没有提这个4个字，从我们前几天的接触什么，他也不提这件事，所以我就说，一个是
比较难谈的，对吧？可以谈吗？黄慧？没问题。好，黄慧很坦率啊。其实说一集吧，其实也是对一个演员这么多年来的一种肯定吧。你说我特别向往，我特别要，我恨不得早就可以这样一集，那是我觉得也不是说我特别向往的一件事情。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知道很多喜欢我、很多支持我的观众都认为我说你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一级了，这一点我就可以了啊，我真的可以了，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你给你一个证书你是一级的，你肯定是一级的，并不是这样。我觉得观众对你的认可是最重要的。谢谢。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陆派的每一个弟子。谢谢。还有没有？我想说两句啊。因为刚才那个姜老师也说了，开场白的时候说了，近年我现在只能够说是近年，因为现在已经是10年了。09年我们陆派的弟子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陆派弟子呢，可以说是每一个人表现都非常的出色。那么我就补充一下许杰。为什么呢？因为许杰实际上好像是因为他担任了这个行政工作以后呢，挺忙的，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呈现。但实际上09年的话呢，许杰他是演了好几出新的戏，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太知道。那个虞美人是单雅萍跟吴凤花，他们就是3个剧团的原来是创演这个戏剧的。那实际上呢，在09年的话呢，许杰他就曾经跟单雅萍到了温州演出了一场虞美人，许杰他扮演的就是项羽，就是霸王啊。那么他是去年的新戏。那么另外呢，还有比如说那个千古情缘，他也是做了一个修改的。那么包括杨乃武这一出戏的话，也他会呈现一个处理的，所以他呢也有好多的这个戏，包括一些老师特别我要知道的，就去年的春天4、5月份之间，京派和吕派的这个艺术专场都是在许杰他们呢，他一起参与策划、组织、安排了相关流派创始人的专场以及研讨会。所以我在想，他去年搞了2个流派，都是旦角的流派，实际上也是积累了我们今年期待陆派艺术专场如果能够如期举行的话，因为上回那个我们姜老师在那个网上也发了一个帖，说是今年是4国年，要举办那个陆派专场的话呢，我们都是陆派观众攀等了大概1年还多。那这边我还是要提到黄慧和那个何立山，就王教授。实际上去年2月份在百度乐剧吧上面，王教授呢他就首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00大概80-90个问题，不是指的那个点击率。我们有可以说有越来越多的陆迷在这方面的这样的一种盼望，能够在让就是希望能够有上海乐剧院为我们的陆派艺术能够留点资料，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的话呢，这个呼声越来越强的，而且是可以说是近9不衰。我们这个期刊呢已经连续3期，从今年的第22期开始，22、23和24，都有一个专题，就是专门把那个百度乐吧上面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那些的歌曲呢，就在上面就是连续的都在这上面。那么而且我们这个刊物呢，在上海乐剧院院长办公室，我们是给院长是这样的，实际上也是让他来听一下我们下面群众的一种呼声，是这样的。那么我感到在这一方面，我们黄慧作为一个陆派弟子的话，他出了好多力。包括刚才他已经也提到了，就是说郑州博物馆很少有我们陆老师的这些资料，实际上这个情况可以说，我相信其他陆派弟子去郑州的机会也有，去参观那个博物馆的机会更多，他们肯定也看到，但是为什么就说到现为止，我们知道是黄慧他第一个就提出这个问题。
感觉到是有问题，而且呢，希望我们能够反馈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实际上也做到这一步啊，所以呢，郑州博物馆的我们联名信，包括去年年初我们在百度贴吧上面的，就是呼吁的这个跟帖，不断的有人跟帖，我们感觉到今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下大力气，跟陆派弟子，跟我们陆派观众一起下大力气，要千呼万唤的，就是要希望商业之愿能够在世博年这样的一个好年头，能够办起这个陆派艺术。那么这样，那么这里呢，我还要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刚才我说了，小昭是我们会刊的主创人员之一，而且他是我的老师。我是算学生意的，但是这个呢很难为情。我刚才发现这个封面呢，大家请大家原谅，就是2008年，这应该是2009年。因为我这个就是没刚好，我是套用了大概08年一张封面，因为里面在我们把陆老师的照片呢放了不方的，我就不去用它，找一个现成的放一张照片进去，所以下面08应该改成09，希望大家原谅啊。还有呢，正巧是我一个封底呢，是特别就写了陆老师在自己就是洛杉矶的家门口，他在那等我，在想这个等我们的皇会去看他，所以这本是今天刚刚读的新的这一期等有的里面有比较多的文章和照片，都是把皇会前阵子放到发表在网上的一些都集大成了，所以也可以作为皇会访美的一种说明书来用。我就说这样的一个补充。刚才我们沙龙的那个负责人之一王老师也已经说了，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这个陆派艺术的那个专场呢能够早一点办。本来这个事情呢前面呼声是很高的，就是那个许杰先有口供出来，对吧？后来赵志刚也在那个电视里面，对吧？赵志刚在前，许杰在后。赵志刚反正是在电视里面，对吧？也讲了这个事。那么好像雷声响了好多时间了，但是现在据我了解下来呢，可能还是一个经费的问题，是经费的问题。还有个时间问题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时间应该10年应该是很好的呀，好时间呀，14年呀，是陆派的许是一个接一个，也是水到渠成的呀，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7、8月份希望在7、8月份，我也希望在世博会开的那个期间，对吧？那么还有刚才下面有一位发了一个短信啊，我要念一下。现在都先进了，不递条子了，都直接发短信给我。就是说，他提了一个问题：青年陆派的弟子呢太少了，全国就张雨峰一个，第3代的。他们希望黄慧老师呢能够呢多培养几个，多收几个陆派弟子。在这个问题上面，黄慧有没有想法？其实只要有人想学，我肯定愿意去教，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没学好，还不够。教的话只能教一点基础。当然我最近发现有一个在绍兴艺校有一个孩子，唱得非常好，唱陆派真的唱得非常好，他也是自学的，没老师教的。我觉得学陆派都要自己学的，当然这样更容易投入，更容易被陆派的艺术真正的吸引，我觉得。然后他那小孩子前一段时间元旦之前发了一条很长的信息给我，他是老师，我非常困惑，为什么现在教我们的老师都是京昆，都是昆曲老师，那些昆曲的老师，不是特别了解陆派的。
那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只能面对现实，要学路派的只能自己先去，听老师的录音，模仿老师的表演，还有咬字方面，假如有不懂的地方，你可以来问我，都可以的。但是真的是，也是，哎呀，我真的是。也教不到很多，所以小姑娘也觉得很苦。她说：“老师，我一直下去怎么办？为什么现在演盘，就唱的是路派，表演的是小丑的动作？”她说：“为什么这么奇怪啊？”她说：“因为那个教昆曲的老师，他以前学小丑。”我说：“那怎么办？”他甚至说他知道今天有这个活动，他说：“老师，我想到上海来。”我说：“那你过来吧。”但是会在学校里面跑不出来。上学校那个，而且很多就是我现在很困惑的就是说，很多艺校的老师，可能我们弟子也有责任，对路派推广的不是更广，你知道吧？所以很多老师对路派会存在一些，就是说路派戏就这么几个，你们学这么几个吧，就这样就可以了。他说陆老师的那些动作是很自然的比划起来就可以了。我说你们去自己比划出来是怎么样的？我听了是有点生气的，其实。不是，那是历史人不负责任的。那我们在这边只是小范围的说一些这些事情啊，不用泼出去。反正我是这样想，就是说，所以说姜老师刚才问我说，假如有这样的学生，你愿不愿意教？我肯定愿意。虽然我，我在想，假如贝贝是我们院的，我肯定要找他。这个就是黄辉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还不是黄辉个人主观方面努力能做到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艺校的孩子，他是不是能分到上海豫剧院来，对吧？还有呢，豫剧院是不是分配他，你跟黄辉去学路派，对吧？这个主观上面还不是他完全主观方面的那个问题，对吧？还有那个客观上面的一些条件，这个是一个想法。第二想法呢，如果有谁真的跟黄辉做黄辉的弟子学路派了，我想这个学生我很记住他很幸运的，跟着黄辉学做他的学生肯定很幸运的。他第一个不会跟自己的就是很耐心的，他会无私的，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技艺啊，那个方面的一个经验啊，全部传授给你。而且他在教育的那个方法上面，他肯定是很周到、很仔细、很耐心，对吧？也很容易跟那个学生沟通，那个关系也很搞得很融洽。这点我是肯定的，可以，对吧？所以我说这个谁做黄辉的学生，说这个嫉妒不是说我想做他学生啊，这是嫉妒，就说你太幸运了，你会碰上这样的一个好老师，是这个嫉妒。我把姜老师这些话当做一种努力的方向吧。说到收稿那个教学生嘛，我就想起不是08年11月份史爹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上海戏剧学校好像也有新的那个越剧班的，可能在08年这段日子里面已经收了一些学生，也包括还有男孩子。那么如果这里的一些孩子，不知道黄慧老师能不能自己去选挑一个看一看我们家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个要一个特长。如果说是有的话，你去挑一下。这个呢，这个问题呢，我想呢，以前黄辉呢是2级演员，现在呢是1级演员，1级演员讲话声音可以大一点。我可以讲了，就是给我带个学生吧，这个话讲出来就已经气壮了，对吧？我2级演员，我是2样的，对吧？所以我想这个也提示一下黄辉啊，就是客观的和主观的，咱们一起努力，对吧？
那么我刚才说了，张毅是黄辉的没有拜师的那个业余的那个弟子，但是在实质上他是黄辉是他的老师，形式上面他们虽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好像还听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跪下以后拜师仪式的。是不是也可以汇报一下向黄老师？这太灵活了，这个给黄老师这个给黄老师学的第一招，像黄老师学的第一招，就是太灵活，反应太快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现在时间，我们后面大家有这个要求，就是希望黄辉呢，今天既然到沙龙来了，黄辉来总归是说回娘家。其实我们好多路牌弟子来，都是到了沙龙都说是回娘家，居然回了娘家，那就很随便的，对吧？很随便的。那么我们就是我们讲了跟娘家人，好吧，我们就请黄辉呢，给我们也唱上一段。对。不是我唱的。你没听懂啥子？音里向清楚音里向的文字，好吧？老辈分了，这没上次我一段好吧？这老辈分了对吧？音里向，减退里向。项目往回立下官司，庆祝了天子里们真正向你夸许。眼看兵王人大帮众万里，好不可惜呀！前路所愿只有往回进路上行，不为我唱功的负责在，从今儿在无上忙到要得上担心呀！希望再来一段。不接我就唱吧，还是什么哟？按理想的。说完了，咱就别唱。有人他一边唱呀，还有啊。有没有？有没有？对他一段。有一个人反串，他说没好的，好吧？都只有我对唱，好吧？寂寞，怎么相恋初见？月梦见辜负来，安息三落明空啊，他原是所向门里演得的好中台，我与他为难相逢。
是美，美，越听啊越要听，就是刚才我们学生会一来就对黄慧老师说了，他说我这个陆派，他以前也喜欢尹派的，他说我喜欢上陆派以后啊，就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唱就像拔朽了，对吧？就是没完没了，钻在里面拔不出来了。就是越唱越要唱，越听越要听。那么，我想呢，今天我们的活动呢，就是如果下面没有作答提问的话，你说。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就是科技也蛮发达了，是吧？现在也有什么就是 AV 啊什么，就是不是黄慧老师可以做一些就是比如说经典的那个唱段，它是有什么含义的，或者就是讲解一下，可以以后给我们或者网上看啊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戏你其实它不仅仅是看戏，它可能有更进一步的那个要求，你看是不是可以？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让黄慧像在那个专业的那个艺校里面跟学生上课一样，然后把它录下来，让你回家去学，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拿一个段子以后呢，就是来分析，然后在京剧出过这样的代表。跟我学也有，但是京剧专门出这个代表。就是他先唱一遍示范的，然后他就分析这一段唱，然后他就讲解这个唱好这一段有什么要领，有什么就是关键的地方，技巧，对吧？这个建议很好的，黄慧老师。现在央视那个跟我学的那个编导也跟我接洽过这个事情的，有这个打算的，就看着台子这样接。还有就是名家名段的那个导演也跟我联系了，说要做一些名家名段的片段。那我自己去准备需要哪一方面的预算，所以在准备当中，不久的将来大家能看到一下。好，你的建议非常好。我要讲的就是刚才黄慧老师已经帮我解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陆派弟子当中是黄慧的第一个闯入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戏曲频道，对吧？以及那个谢频道的那个春节晚会呢，黄慧已经至少有2次。你是说的春晚？春戏，第一个闯入春晚。第一场对，就是陆派弟子当中第一个，而且是不止一次的就进入参加这个春晚的一个演出。那么2次，我刚才你讲的是戏曲频道的春晚春戏。那我刚才要提的就是现在的跟我学班里面什么有我们粤剧连着有好一阵子，就是做了声剧那个陆派在那教唱，我就在想我们陆派。黄慧应该也去争取一下跟我学的，现在知道已经在策划那里了。他们有这个想法，就是好这个意向。如果黄慧哪一天到中央台去跟我学的话，全部通知我们沙龙，我每家每户都知道。在家里学是吧？在家里学啊。今天呢非常高兴，我看到大家呢也特别的亲切，希望以后呢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聚在一起啊！谢谢大家这么认真，然后听我的这个啰嗦的汇报了一下啊，讲的不是最好，但是我相信我下一次会努力讲得更精彩一些。谢谢大家啊！我们的那个讲座呢，基本上已经要结束了啊，就是我们再一次感谢黄慧到沙龙，而且他事先说了很多准备，刚才他跟我说了，还是有遗漏的，对吧？这个是难免的啊。
就是但是我们要感谢花了那么多精力，抽了那么多时间来到我们沙龙，跟我们汇报了这个访美的这个经过，大家再次表示感谢。那么今天呢，因为访会后面还有事，所以我们先就表示欢送吧。朋友们，我们本沙龙的会员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大家看到这个会标就明白了，我们请来了黄会。黄会在去年的10月份，应邀请到美国麻州的3个大学，是何立山大学、史密斯大学，还有一个安城大学，去干什么呢？去讲学演示。他讲学演示的内容就是介绍我们中国的粤剧。这个黄会这次赴美呢，应该说是意义非凡。为什么说意义非凡呢？因为在整个粤剧界，这是作为去国外讲学演示的，黄会是第一个人。在陆派弟子当中，那当然也是第一个人。而且在那里讲学的效果非常好。这个在美国的那个3所大学里面，掀起了一股粤剧的热潮。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艺术，就是其中有这么一个美丽的粤剧。那么究竟这个效果怎么样？它的讲学的过程怎么样？我们今天呢，就请黄会自己来讲。现在我们就请出国家一级演员黄会。啊，我讲错了？没有，我忘了宣布一下啊。黄会呢，可以说在09年。好事成双，一个是10月份去美国讲学演示，在12月份呢，元旦的前呢，他又被评审上国家一级演员，所以我们要向他说好，我们现在就请黄会上场。看了这么多人，我真的非常感动。其实今天这个活动已经酝酿了好久时间了。在去年我受美国3所大学邀请之前，姜老师已经跟我说，黄会啊，你美国回来以后一定要向我们来汇报一下，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在美国的点点滴滴。那么今天我终于能来了，实在不好意思拖了这么长时间，有点抱歉。好，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下午好。我呢特别高兴，看到大家呢也特别感到温暖。也让我真切的感受到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朋友是对陆老师的挚爱以及对弟子的关注。我身为一名陆派弟子，由衷的感到自豪和安慰。我都请你，在此呢，我首先要感谢陆派沙龙老师们为我精心策划的这么一次活动。也同时呢，我要在这里先给在座的每一位拜一个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要分为4个部分来进行。
那第一个部分呢，我先讲一讲我怎么会被美国3所大学所邀请前去进行越剧的演示和讲座的。说到这一点呢，其实很意外的一件事情，也是在08年的夏天吧，我接到我们上海市文化部戏剧处的一位领导的电话，说美国有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也是一所很知名的贵族的女子学校，有这么一个活动，想邀请你前去参加。我说什么活动？就是讲关于越剧的，关于陆派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前去邀请的那位老师呢，他是在美国那个大学里面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教师，一个博士，一个教授。他就是何立山大学的王宇教授。他呢专门从事中国文化、中国戏剧、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推广。所以当他跟我发出邀请的时候，我欣然接受了。其实这样的活动呢，也是说要举行这样的活动，也是因为我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到了让国际多受到关注，所以王宇教授觉得搞这么一次活动势在必行。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他跟我说，黄慧啊，在09年的3月8号，美国 NBA 的篮球赛的赛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中国的京剧伴着中国的民乐和中国的武术，在赛场中间的亮相，给美国的球迷欣赏球赛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一场中国文化的盛宴。所以说，不好意思啊。如果说70多年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首次访美演出，京剧以他的异国情调给美国人带去了一场惊鸿一瞥的体验的时候，所以今日的京剧艺术等中华文化元素正在进入美国的时尚文化，也开始步入了美国的学术圣殿。我插一句啊，当年梅兰芳先生访问的美国，所以这个京剧也就成了在国际上面有很大的影响，成为国剧。其实我有个愿望，黄辉这样访问美国，我也希望越剧也成为以后的国剧，走向世界。这样做得很好。其实越剧在我们中国来说已经是第2大剧种了。其实我与王教授素昧平生，是他在我现有的几个舞台形象中对我的了解和关注让我感动。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以后呢，有一天王教授欣喜地告诉我说，我们麻州就美国麻州有5个联合的学校，就是其中3所学校，一个是何立山大学，一个是安城大学，一个是史密斯大学。那么安城大学是一个混校，然后何立山大学和史密斯大学都是一个女校，2个都是女校。他们觉得有必要让我去这个从事女子越剧的演员，去给他们讲示一下我们如何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当时他邀请我的时候，叫我去讲座，我好像心里有点忐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座的话，好像要涉及许多方面，但是叫我演示的话，我一点都不担心。后来再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酝酿、不断的策划，经过了半年多的准备以后，终于
在去年的10月中旬，踏上了去美国的什么生意？文哎呀，其实说讲就真的心里不是太有底，我觉得还是我们大家这样心理性的交流一下比较好。再来一个，哎，这样好。后来我既然答应了王教授的这么一个邀请，他们3所大学的对我发出了邀请以后呢，我就认真的去做准备。既然要讲粤剧的讲座的话，那我肯定要对粤剧的历史、粤剧的发展都要有所了解，我才能有底跟美国的那些大学生们来推广我们的粤剧。所以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特意到嵊州去进行了一次采风，特别是再一次到了那个嵊州粤剧博物馆，亲身的感受，再次感受一下粤剧发祥地的那种粤剧的气息。向老师，其实我到博物馆的时候，当初还发生一件小事情，你应该记得。对。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心里感觉还有一点距离，你知道。其实当我用自己的笑脸跟他们说可以没问题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又是一个女人了，他们就很热情的跟我一起拥抱，然后合影。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想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戏曲的那份热情，我真的是可以，我在现在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只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强大了。我到每个地方去，就是感觉到就是说，没有像以前听说的说歧视华人呐、或对华人不礼貌啊，都没有，我都没有感受到。可能真的是国家也强大了，然后我们中国人出去，在外国人的眼中就是我们是出色的。包括我去到那个荷林顿大学是我主要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到安城大学、到史密斯大学去做访谈，他们都非常乐意来听我这堂课。当时我跟王教授就觉得，哎呀，我们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做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开始我还很担心的，我跟王教授说，会有人来听吗？会有人来看吗？就这样心里，你知道吧？就是说，没关系。就是说肯定会有人，只是多少而已。但没想到的就是说，第一场的演出是那个剧场是2层的剧场，就是类似于有点像我们蓝星戏院这样的一个剧场，但他们的设备非常好，音响啊、灯光啊都非常好，都是一流的。他们学校的是和这个大学界里面的一个剧场，基本上是坐满了的那一场的演示。然后在那个史密斯大学也挺有意思的。史密斯大学它是一个女校，也是一个女校，然后它有专门一个艺术系。那我那次去讲座的时候，这艺术系的同学和老师都来的，围成一大圈。然后他们说要看王老师的表演，我们昨天还没看过。那我就演了一段《倩女离魂》，穿了一个服装，演了一个《倩女离魂》。演完以后，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小粉丝们都不愿意走。还要继续要跟我聊。其实我聊的话，我肯定有困难，这是我的困难。蒋老师也知道对吧？所谓的困难就是说语言上面的困难，只是会一些交流，简单的只是会一些。假如说让我深度的要去用英语讲我们的粤剧的什么东西，那我就肯定难上加难了。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从这次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用粤剧、用艺术来跟他们交流以后，王教授说的，黄慧，你现在也养粉丝了，发展了一批养粉丝，很不错，我觉得不错。其实并不是说我的粉丝，粤剧有粉丝，粤剧有观众了，在大学里面，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特别感兴趣。
我记得有一位外国学生这样说的，他说以前他的是京剧和昆曲，京剧都是帝王将相的戏，那种比较阳刚感觉，那么昆曲相对比较古典，比较柔美一点。那么我们粤剧它怎么形容呢？清新柔美、欢快，还有一种亲切感。哎，我说你讲对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粤剧是最美的，特别是我们陆派更美。我说，当然我说现在要跟你们说流派，粤剧当中这么多流派还不容易。我说你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我们粤剧是几大流派，然后要了解什么戏，然后我最多的是介绍的是陆派戏。我说，首先是看要看那个盘古手夫，还有那个秦探电影秦探，对，还有反正陆老师的所有戏我都要介绍的，反正我不能吃亏，我觉得哈，既然来了，我就让他们说我要推广陆派，当然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是真的笑笑的啊，然后他们说，哎呀，原来陆派这么好听，粤剧这么美，我成功了，我觉得我只要做到这一点，能吸引他们，我就成功了。我发现第二天等我演出完的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学校的那个报纸就一整个的报纸就写了粤剧怎么进大学，粤剧怎么吸引我们，粤剧原来中国就是说除了京剧和昆曲之外，还有这么美丽这么优美的粤剧。我们从此以后会关注粤剧，会去欣赏粤剧。所以说我觉得做这么一次讲座，这么一次演示非常非常有益，非常值得。谢谢。不理你。对，也是。其实我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感谢的就是那个王颖教授，他这么有心。他觉得就是说，京昆已经在国外大多数国际人都知道中国是有京昆这两种戏曲，粤剧知道的是在华人区可能比较有影响，但真正的外国人虽然可能说有粤剧，但不知道粤剧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完全觉得有必要做这样一场演示，比较具象的让他们来了解粤剧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别于昆曲，有别于京剧。当然，我还让他们了解的就是说，我们的经典的几大经典，就是说，曾经有几个学生问我说，黄老师，我们要了解粤剧的话，应该看哪些比较著名的作品？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粤剧比较经典的就是《梁祝》《红楼》《西厢》《秦探》。他们说都拍成电影了。我说 OK， 都是电影。你们假如要看的话，在网上搜索也比较容易。假如不行的话，我可以把碟买好寄给你们，都可以。我是说，我是认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义务来推广我的粤剧，特别在国际舞台上。他们还问我，就是说，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讲座特别有意思。外国学生他们那些问题也特别踊跃，他们说，那你们粤剧舞台上有没有演我们外国人的戏啊？我说有啊，莎士比亚的第12页都有，还有《简爱》，对吧？杭州粤剧院的那个《简爱》也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新创作的那个一个戏，都有，我说都有，而且还蛮有观众都能接受，他们都不容易哈。而且我们粤剧，我说不是单单是说在我们东南亚比较有影响，其实在整个国际上面都有影响。我们走过的地方都非常非常多，就包括我吧，我觉得我也走很多地方，东南亚基本上走遍了，然后法国也去了，然后当然是美国也去了。美国当然去的时候，我心里想，因为老师在，我要去看老师，我一定要去。我是这么想的。看到了吗？后面的后话。一步步来啊，不着急啊。
然后就说，哎呀，黄慧好像你去演示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去了一个人，但是你演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一个花旦一个小生，对吧？那么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姜老师挺好，能提醒我，真的，我要说的真的实在太多了，我一时想不成，真好。你帮我提醒，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海利森大学有一场演示的，是我一个人的演示，但我觉得单单我一个人还可能，显得单薄一点。当时我跟王颖教授就商量说，能不能有一个学生来跟我一起合作一段我们粤剧当中的比较经典的。这么一段折子戏，他说什么写18相送嘛？我说他说好，可以。我说那你有没有学生会一点形体动作的？他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学过舞蹈。我说舞蹈也行，他至少是他的形体没问题。然后他说可以。然后我说这样特别好。那么我那次去就演了4个陆派的折子，一个送花楼会，一个三旦新郎。一个表本楼，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不是倩女离魂，对，倩女离魂。那还有一个，当然这2个是老师的，2个是我自己原创的，还有一个就是18相送。18相送的那个时候，那天我记得那天就是去学校排练的时候。我第一次跟那个小朋友排练的时候，哎呀，我都完了，怎么办？他都不知道音乐节奏在哪里，你知道哪个时候什么时候动作出来，他都不知道，因为没人教，这不能怪他，因为没人教，他只是看录像，因为他也不完全懂英文，但他会讲英文，不完全懂中文，他会讲一点点，只是说一点点。那一天我第一天跟他合作的合台的时候，我就担心了，我说哎呀。就是这样，像假如后天要演出，其实时间很短，我们大概只待在一起排练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第一天排了2个小时，就走，大家一起合一起走。那么王教授也特别的认真，他也在旁边看，然后他让他另外2个学生是中国学生，还有一个是中国的那个助教。也是从北京语言大学过去的3个年轻人一起来跟我们学18相送，他们2个，不好意思。那么你第一段学的陆派是什么呢？那就是倩女离魂。又是倩女。对，因为我这个倩女离魂，我拿到那个时代的时候，我是不断的听，就是基本上都已经学会了。贝贝，我记得你还演过呀。我演过，而且是黄老师给我化的妆，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就是有一场就是粤剧联谊会，那个时候一起演出的。后来呢，我就很不好意思开口，我就问了黄老师，我说你愿意来看吗？他说我很愿意来看，还帮我化了妆。其实我要说的是，张毅是一个很努力、很用功的一个孩子。真的，因为我觉得他自身条件也非常好，应该是。当然是说，我一直跟我们粤剧那些小孩子说，我说，你假如有机会的话，我那个小朋友真的挺不错的，真的是。他唱野派唱的特别好，唱陆派唱的很好。我觉得他的嗓音条件其实2个流派都能唱。但是我觉得他更适合唱陆派，对吧？那么倩女离魂不是，等一下，张爷，我知道你就是说黄老师呢，虽然没有拜师的那个程序，但是呢，他确实的给了你很多的那个指点和辅导。对，你有哪几个戏是受到他帮助辅导的呢？很多。我记得第一次我要去就是西塘参加一个票友比赛，就是那个送花楼会，我一直不知道就是里面，因为录像里面只有夏三丽的那个版本，
然后我喜欢学的是陆老师的那个，就是当中有几句木为你木为你，那几句是我一定要加进去的。那么然后呢，我就是说，哎呀，这里面少了这几句，我动作怎么做呀？因为我不太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什么基础，就是不知道自我怎么发挥。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了黄老师，黄老师说，那你过来吧，我来教你。后来他就帮我设计动作，就是每一句都教得特别仔细，还跟我说就是很多就是表演上的那种细节的问题，眼神还有好像有我看到了一个前念姑，对，前念姑是我旁边看见的。包括就是除了这些排戏之外，还有那个化妆，我一次两次学不会，他就3遍4遍这样教我。那么，我在这里想提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刚才提到2次《倩女离魂》，对吧？是不是能把这一段唱给我们这里唱一下？刚才黄老师的那样汇报一下，黄老师向大家汇报，现在你向黄老师汇报。好久没听了，我也想听了。对，好，紧张，你太紧张，这么紧张。没有伴奏的啊。这话有点我这样应该就是这样。放正面看，放点起来炒，哎，我们起来，人家起来，人家应该是起来炒，人家的孩子吧，可能放起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哎，会配的，会配的。那我就汇报，向大家还有黄老师汇报一下。我紧张。小弟呀，街上有的兵器王，我就用我你回来当小弟呀，你为我相思苦，受尽教用，你为我专门苦，先把命放，你为我文策巧，观天同地，你为我一路风霜把你心里交替一旁，情深深爱重重，情深爱重恩义长，小生无德与无能，今得配亲亲你呀过头上，从今后天差地不能办，再不娘我的心都是体谅，都是体呀是向老师也汇报了啊，向大家也汇报了。也没有在他面前唱过。那么后面我们还要继续听李老师讲，好吧？我也来一段。按我们的程序不能打啊。去年陆派的喜事呢，剧社是特别的多。8月份是徐标新的粉墨嘉年华，9月份是张玉凤的龙凤金奖，10月份是黄伟赴美国
11月份应该是个空白，但是小倡议拿了个业余金奖。12月份黄会评上国家一届演员，所以我就感觉这个09年确实是气势特别多。那么刚才黄会的赴美国之行呢还没有讲完，他去了美国，我刚才说有点不同寻常，还有一个原因，他到了美国以后去拜访了一位老艺术家，是我们大家心中的偶像，是黄会的恩师。接下来呢，也就是在大洋北岸的陆锦华老师。接下来我们就听黄会接着讲。其实，这次去美国，我最大的心愿其实还是要想去拜访陆老师。06年的时候见过老师以后，好像已经有3年多了，3年了真的是。那一年老师在上海的时候，我也知道老师好像不幸摔了一跤，对吧？所以我一直担心老师的身体到底怎么样。那本来是每年都要回来一次的，07年、08年都没有回来。那我也挺担心的。但是从电话当中点点滴滴知道老师身体状况还不错，只是说他的骨质疏松非常厉害，不能坐长久的飞机，注销。然后这次去之前，我就跟老师打了个电话，我说老师，我想来看你。然后老师说你怎么来看我？我当然是坐飞机来看，你知道吗？当时老师知道你在美国了吗？没有，我还没去之前我就给老师打电话。在上海打。对，在上海打个电话给他。我说老师你身体怎么样？他说挺好的。哎呀，就是那个老腰不行，那个腰啊，他说坐不了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不行，这样坐这样坐一会儿又不行，要躺，然后躺下来躺了不行，要站，很折腾，特别折腾人。我说老师真的是非常痛苦。其他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就是骨质疏松非常厉害。然后我在这边的时候，有一位有一位朋友，也是陆老师以前县警团的一个成员，那个阿姨挺好，她一直打电话给我，她知道我要去看陆老师，她就跟我说，你去帮老师介绍一种药，打针的，是说补钙特别厉害的，1年只要打1针就可以。那我问老师，我之前就打电话的时候跟老师说，老师有这样一种药，你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他说我尝试过了，不行，打的这个针有问题，那边出血这边出血都不行，然后不适应，然后老师就放弃了。那么当然现在就是说完全是靠他不大吃药，就是靠饮食调理，这样来就是说减轻自己的一点痛苦。还有老师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痔疮非常厉害，年纪大了嘛，痔疮非常厉害。他说我真的跑不远，所以他平时在家一般不出门，都在家里待着。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我真的去看老师之前的那种心情啊，我觉得我一下子很难形容我自己的那种激动，我好几天没睡好。一方面也是时差，另一方面就是我想，我见到老师了，我明天就要见到，我后天就要见到。我其实心情开始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好，我拿了摄像机，拿了相机，我想记录很多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当我发现，就是博物馆可能有很多方面工作方面的疏漏，把我们非常敬爱的陆老师的那些内容有所遗漏的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我们一代陆派的创始人就这么一张小照片，
给人家介绍，人家一般来参观的人都不知道这是谁谁谁，都没有个详细的介绍。当时我心里看了以后，我感觉非常不舒服。那第一个感受，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我要把我的想法告诉给博物馆的领导，然后我要让他们市里面的领导关心，就是从事这方面文化方面的领导要知道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不能疏忽的，因为很多来参观那个博物馆的人都不知道一个什么情况，很多人可能是对粤剧不了解的人，比如说国外的友人来看，他们也只是原来粤剧只有四姐妹，也只有这些流派，不是的。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不能改变的。所以说，当我从郑州回来以后，其实我在我的博客的文章当中，我写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姜老师还有王菲菲老师，他们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包括季老师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季老师你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的那些网友们，我的那些朋友们，就是非常关心陆派的那些朋友们，也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一点的不妥，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大家一起联名写了一封信，投递到了那个深州市文化局，然后我给那个深州市的副市长、夏市长直接去电去信，我给他反映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很快给我回复了。姜老师，你也有回复吗？有，我接到那个深州博物馆的那个电话。这封信呢，其实在我们沙龙的那个会刊上面，王老师已经刊登过的，对吧？发表过的，就是如果注意一下我们的会刊呢，就知道这件事情。基本上陆派弟子，我们陆派沙人都签名了，联名写信给那个深州博物馆。对。那其实这个事的后续应该是蛮高兴的，蛮值得欣慰的，因为市里面的领导都重视起这件事情来，他们已经答应我们，就是说在以后这个在博物馆这种调整布置的时候，肯定会把我们的想法写上去，包括陆老师的记录。我补充一下好吧，其实这封信的话，它是正好我们在那个邀请曹老师跟张雨峰一起到沙龙来搞活动的时候，大家呢就是提到了黄慧去参观了博物馆以后有这种想法，当场大家都联名签了名，而且这封信是一信3发，对，发了3个地方，就是说除了那个郑州博物馆以外，它上一节再上一节就是郑州市的文化局加上浙江省的文化厅，我们是一信3发。结果呢，3个部门的话，有2个部门都给了我们回应。这些有关的内容的话，在我们的会刊上每一期有反馈的，我们都登出来了。好，曹老师，谢谢。就我感到欣慰的就是他们的市长也重视起来了，夏市长专门管文化这一块的那个市长也给了我回复，我觉得很高兴。虽然说现在还没看到结果怎么样，但是有这样一个回复，我觉得还比较满意的。所以说我为了就是说在美国大学里面给大学生推广粤剧的内容更真实、更详实一点，我所以做了这么一次采购，包括从粤剧的历史、粤剧的发展和演变到今天的那些过程，我都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梳理和准备。所以说邀请我去，我再回过头来说，我能有这么一次非常幸运的机会，踏上美国大学的讲台，来到美国的大学的剧场给他们演示我们中国的第2大剧种粤剧，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所以说当时来邀请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私人的交情，不是，我们都是公的。他们是学校3校联合邀请，然后3校联合发出邀请函到我们粤剧院，再通过文化部，再通过外事，再通过戏剧处，这样一环审核以后，我才能有这个资格到美国去这样亲近思想做。所以说，能这次到美国成行，就是说我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所以说王颖教授呢，我这里要说一点，就是说，我曾经问王教授说，王教授，很傻的一个问题啊，我说王教授，比我出众的演员多的是，你怎么会想到请我？然后王教授回答了一句很巧的，对，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很关注的，并不是说我不自信，因为很多情况下都是人家一般都会请说比较知名的、比较出众的、比较有积累的。那我觉得我还不够，许多方面我还不够，真的是我还不够说他到美国讲台去做这样一个关于粤剧的一个讲座。但是王教授非常鼓励我，他说黄慧，我其实。我先要介绍一下王教授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但是他的一半血统是我们上海人，他的母亲是上海人，他的爸爸是北京人。然后他从小就是对京剧和粤剧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到美国去已经20年了。他从事的就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戏剧的推广和研究。他的学术论文非常多，他是一个终身的教授，是一个博士，一个教授。他在他的那块领域里面非常有知名度，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说，王教授，你怎么会关注到我？有这么多出色的演员，你怎么会关注到我？他是说，他其实在2年前看了我的那个《送凤冠》，就看一则《送凤冠》以后，他就说，这个演员很特别，他觉得我特别。我说特别在哪里？他说，一般演员演戏就是没你的事，可能在那边就没什么事儿。他说，你好像一直沉浸在戏里面，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我觉得他很懂戏，他很会看戏，然后他又其实我演的角色并不多，而且并不是那所谓的那大主角，没有，几乎是没有。我演的都是主配，然后他在我演的那些主配的那些角色里面，看到我的点点滴滴以后，从这样一点点来关注我，然后他认为我说，黄慧，你绝对可以的，我相信你。假如你有什么地方不理解或者不懂这个讲座怎么做，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他说我也没有做过这样关于戏曲方面的讲座，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在他的鼓励下，在那些还有其他老师的帮助下，我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觉得我可以的，我能行。所以我有了这次非常非常幸运的机会。其实要讲的真的是很多，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讲起，真的是，那是第一个部分啊。那接下来呢，我讲一下我的第二部分。大家肯定想知道我在大学里面讲的多是一些什么内容，具体的内容，还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和感受，以及观众的反响。其实我们粤剧比起京剧来，它的历史是比较短一点，京剧200多年的历史，粤剧才100多年，但它发展的非常快，在这短短的100多年当中，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第2大剧种，而且逐渐的在金昆之后，逐渐的受全世界人的关注，特别是年轻人。我发现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年轻人对粤剧、对中国戏曲、对中国文化的那种狂热，我真的可以说出乎意料。当我那天就是在河地山大学演示的那一天，演示完了的那一天以后，其实美国的观众不习惯像我们中国观众会拥台的，就是演出完以后拥到前面的，他们会很礼貌的大家演完了，大家一个鼓掌，一个进场，然后他们会就是演出完以后很礼貌的就安静的离场。那一天王教授告诉我，这是他这一辈子在美国没有看到过的现象，说演出完以后很多观众都会，他们有那种外国人就那种感觉，好像不好意思进来，
不好意思靠近你，但是又希望来靠近你这个感觉，又希望来了解你，又希望来摸一摸你的服装是怎么样的，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中国戏迷跟外国戏迷的不同区别。我们就是看到演员就要围着他、捂着他、勾着他拍个照，对吧？这也是他们外国戏迷狂热，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远远的。他觉得可能这样可能会打扰你，他怕跟你说啊，他其实那种心理是很微妙的，就是说又想靠近你，又不好意思，又怕打扰你。他们王辉去了以后，他们一反常态，然后也要来靠近你。然后我用简单的英文说可以，没问题。然后他们都很欣喜的、很高兴的跑过来跟我一起合影，然后要抱抱我，可不可以拥抱一下？可以，他们很热情嘛，所以他们本身骨子里面都很热情的一个人，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可能感觉到我在台上是个男人，他们是女的。然后他们是其中一个学小生，其中2个学花旦。那么学花旦的2个人任务比较重，因为他们王教授安排他们说，你们空余的时间必须把你们理解的，方老师跟你们说的那些内容，两组里面祝英台的那些要表现的那些动作和语言和地位都要交给谢怡轩小朋友。然后，等我第2天跟他一起排的时候，那个小姑娘特别聪明，我发现。第2天排的时候，他基本上都能走到地位，而且感情都比较能够出来。那个祝英台的那种羞涩，那种少女情窦初开的那种感觉都能表现出来，就是特别不容易。然后到我们真正第3天走台的时候，他都会跟着节拍会唱。哇，我太惊讶了！我在想，这么女神了，真的是。我们一般要学越剧，真的是我们自己是科班出身的嘛，也都要最起码学上几个月才会唱。会唱的像模像样唱一段。当然要说这些的话，其实趣事很多。那个小女孩说我记得有一句说，应在大日女红妆，两兄弟愿不愿配鸳鸯。她那个眼神很可爱，很可爱，我都会喜欢上她。太可爱了。他把那个祝英台的教授那种心理描绘实在的，哎呀，我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只能意会那种感觉，特别聪明。然后我们的合作也非常成功。那么他们那个动作啊，或者形体啊，尽管有一些舞蹈的基础，基本上还是你教的。应该是这样。所以黄辉说很惊讶、很惊喜，其实他付出的辛劳，大家可想而知。一个洋学生没有接触过那个越剧，他能够第2天就能合语，就能这样表演出来。其实这个里面，黄辉谦虚，他没有讲自己怎么，其实是花了很多的精力，花了很多的那个在辅导他。其实这是相应的，真的是，这个女孩子特别用功，真的特别用功。她只要一停下就是黄老师，她中文不是特别好，教我教她。黄老师教啊，那我就说你要教哪里？她就走地位，她不会，中文不会讲得特别流利。这是一点点趣闻啊。然后我跟他们也说，在讲座的时候也跟他们说，越剧的流派。其实越剧的流派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好像有16个流派，应该是差不多吧。差不多要加上主老生的3个流派，还要加上后来加的什么驻派啊。18万，我相信18万，从珍宝会加10位。双方人为加。就是还有做小灶的。4大老生。做水灶，做小灶吧。当时我演示的时候就是有大屏幕的，其实后面有大屏幕，然后我在介绍每个流派的时候，比如说野派给引入方言的那些经典的曲源啊，还有那个盘棋手气啊这种图像都会出来的，翻拍啊、水派啊、肉派啊。当然我最主要的还是
介绍以陆派为主介绍。那你快点讲的话，不要来讲了。我竭尽全力的介绍陆派。我那个时候恨不得把陆老师也带着现场。真的，我当时就说的时候，我说，哎呀，其实你们知道吧？我说我们陆派的创始人离你们太近了。他说哪里，就在洛杉矶啊，真的，那能不能到现场来？我说很难得，我说我老师也是年纪也比较大了，80多岁了吧，我说出门不太方便，我说啊，但是我说我这次有安排，我会去看老师的。那他们也很，那小孩子挺可爱。他说那要把我们的问候也要带你去。我所以说带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问候全去问陆老师的，问好老师，这个问候。所以我很开心，待会儿我跟你们讲，老师开心的怎么样？很骄傲。他会变，不会讲，差不多吧，应该是，差不多了。黄辉呢，刚才就是跟我们讲了到美国去的，他怎么会去的那个经历啊，他没讲之前，我还以为黄辉那里有亲戚。或者开了一个什么后门，对吧？现在听了就清楚了啊。后面呢，就是他在美国去讲学和演示的这个过程。黄辉呢，刚才我说了，他很谦虚。其实他在那里辅导那个美国的学生，他付出了很多辛劳，就是时差还没到过，马上就投入那个排练，投入辅导。在这一方面呢，黄辉其实他不但在舞台上面演戏演得好，就是刚才唐唐也说了，是吧？而且他在平时呢，也是一个很平易近人，很愿意帮助别人，很愿意辅导别人。就是你有什么困难，在这里我要举个例子，我要介绍我们在座有一位黄辉的业余弟子。大家知道是谁吗？张毅。好，我们把小张一请上台。张毅啊，你以前我先要说一下。张毅这一次呢，09年呢，在上海的一个什么队啊？湘音合曲。湘音合曲的一个业余的大赛里面呢，是初赛的时候有200多名选手，到最后他打入复赛，就唱了一曲那个素描提示，素描提示以后呢，就是得了一个金奖，拿了一个金奖。但是呢，大家知道没有？他去唱比赛这个素描提示的时候其实他前2天就登门到黄辉老师家，请黄老师对他辅导。这个一辅导，就金奖拿回来了，这个金奖。所以说呢，这个叫近朱者赤，近是什么？近黄者近黄者慧，靠近黄慧了就出名了。太感谢了。那么是普通话真的被我讲回来，吃来个，我说来噻了，表达嘛，还是这个都要看的。不过张毅，我想问一下你原来在跳戏的时候唱的是尹派，后来怎么会喜欢上陆派呢？这个之前呢，因为就是在看粤剧，就喜欢粤剧嘛，各代流派我也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之前我听陆派一直是就是碧玉簪，然后那个黄慧老师演过那个韦夏卿就是。那已经后来了。
没有，我之前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是的，我来说吧，你可能有点紧张啊，我也很紧张。其实我跟贝贝认识很有意思，他有一次到我们乐剧院来看排练，正好是来龙镇。那么正好是站在我们那乐队老师的旁边，你知道，那位老师有个女儿跟他很像。哎，我说毛毛你来了，哎，他说我不是，他说我不是，我说那你是谁？他说我是谁。哦。那么后来突然之间我们有一次在车站上碰到了，对，就我们家附近的这么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正好是看了就是听了那个黄慧老师的《倩女离魂》，对，那个时候正好是他已经演过了，但是我一个好朋友呢，他去看了录下来给我听的。后来我就觉得，哎，这里面的录拍怎么那么好听啊？跟以前我听到的录拍不一样。倩女离魂。对。然后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腔做了就是比较新了，就是听上去很清新的那种感觉，不像它就是以前那个我听的那个碧玉簪，还有就是我一下听那个。我强调一下，碧玉簪的腔呢，其实在那个陈少生老师原来的腔上做了一点点改动，其实不完全是陆老师的腔，所以说有的观众会听起来说，哎呀，黄文这个腔怎么这么别扭？所以我唱的时候也感到别扭，所以在后来不断的演出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进，但这个改进指的是小动作，因为一动的话，大家配乐啊什么都要跟上去的，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是说尽量唱的好听一点，只能这样说。所以那个《倩女离魂》里面的那个录拍，就是觉得我就听了觉得哎很好听，原来录拍那么好听。然后我就这个时候呢，我就差不多在同一年几个月里面吧，我就在车站上碰到黄慧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特别喜欢你，然后那就是这么认识的。小花痴。好，那么就是张姨，我还问一下啊，你那么后来喜欢上陆凯了？